starting，哎呀死未記佢，錄掉人可能錄掉，特別我被 broadcast 嘅，特別樣 play 時就soundboard，睇下佢嘅 sound effect，哎呀 bit rusty 啦，即係咪？禮拜日咯，嚇兩禮拜嘅咩？不是個月日咯。冇啊，喂John Lu change the configuration 嘅咩？咁冇聲啫。Something it is something 有隻 glitch 或者 channel 冇去，所以 everything switch around 唔知咩事啊。No, I mean Lu set Lu 嘅 configuration 佢了Lu 就冇去動啊嘛。Yeah, that's why something went wrong 啊。我唔知係咩物件，that's how be identified，唔是我 intentionally 做。我覺得這啲冇聲嚇。Built-in input，啊是這。兩天就搶先，兩天就。Yes，掉。當今我 share 我live link，安怎 share 啊？哦，哇，安怎有人看咧？啦 YouTube 有人看咧。我未 share 個人看，所以你有新嘅 subscriber，啦有 great screen 啊，你新嘅 subscriber 到底。阿龍，你講 subscribe，或者講嘅福建話幾好嘅。參加。參加嘅人。參加嘅人。沉電咯，咱講沉咱嘅電嘛。有咩？我媽咪問下暑假啊，有蝦米嚟 legit 福建話嘅字哦。有人講，你會識講歡喜本咗？你講你歡喜解大病，你歡喜買一個物件，無咧就是講台灣人講介意咯，介意。哦。介意係咩意思？介意是暑假咯。咱用暑假安尼只要你是有趁用你名學嘅呢，一定能字寫出來暑假啦。寫出來嘅，暑假只早整有一個寫法啫。應該有一個啦。因為咱人我講搞動金啦，講真濟人特別開始問我，迄個沙文人講啊，巴杜人講啊。係咯，特別這物件個了是啊，蝦米所在福建話，無關福建話好，江湖話本好，華語本好，蝦米所在鋪有無相關嘅論物啫，外來嘅字嘅，所以唔是福建話家己本身。嚇，蝦米阿莫話落字咯就阿莫 English 裏邊有350隻，無相嘅話咗。Rendezvous 嚇，落字咯就 restaurant 不是法國話嚟嘛？阿莫唔是真係 German 話咩？真係應該是 German 嘅界定嘅嘛？阿摩是 original from German 嘅嚇，我係叫德國，唔是啊？伊是 German 一個方言，然後慢慢發展嘅。我因為伊 import 一個 German 嘅皇帝過來嘛。是啊。迄個 George 啊，阿佬是 German 人嚟。是啊。George 2、George 3、George 4、George 6啊，你知啦。我當記我第一 publish 就係人嘅現條錄條 YouTube 嗰啲會，嗰啲人嘅 Facebook 邊冊邊啲學嘅 page，當然邊啲學嘅 page 係人做佢哋promotion event 咧，我就較濟。咱係活動，咱係宣傳嘅活動。宣傳活動啊咯，哎呦！嗰時啊，你歌咧，你扮住落水嘅啦嘛。喊無彈啊！扮住我有喎。你等再多少下 ？OK，等我使一個人講還圖啊，龍 please 講about 歌咧 ，OK？你之前這是八月的榜啊嘛，OK，等我使啦。我圖上古你人哋看掉咧11人啊 ，OK。等我呀。
哎呀，各位聽眾，歡迎人聽嚟邊呢學嘅咧節目，歡迎有幾時你先你看了你係幾時來去嘅人個來，要聽邊呢學嘅咧節目嘅歡迎，on來，這是我嘅本質，Gunung。เราตัดได้รู้เดี๋ยว YouTube อีกคนเดี๋ยวดิจะว่าเดี๋ยวแต่ว่าปุ่นจากกูน้องเดี๋ยวสิ对，สวัสดีจะสิมีกูสวัสดีเอาไว้佢使係自己跳啊做咧小刀啊度誒 unicorn 你我是 unicorn 你啉啦，嘿，你個 Starbucks 唔叫喂？我冇啉啦，哎呦！我冇去 Starbucks 嘅，我就少去 Starbucks 嘅。Starbucks 貴，我那時有啉咖啡，我開始去咖啡店攤。邊嚟 Starbucks 貴你一歐，唔使3塊5塊係哦。3塊，standard 咯。嚇？差不多一個古里上幾錢咯？差唔多。馬來西亞咯，咁馬來西亞幾錢？冇啦，馬來西亞冇咁貴。冇啦，I think currency 嘅數啊，當然都冇咁貴。你5塊，你算4塊啦，一歐都落20塊咁貴。喂？冇啦，10幾啦，10至13應該是有啦，我冇未記啊。嗯，對，古里價美國上幾錢咯？一歐6000塊嘅人。OK。一歐10幾。誒，我要介紹特別嘅邊先。我要食老椒阿龍歡迎。大家好，你都冇人講啊，知道啊？我哋食物件拍攝有人看到啦。哦 ，OK。我愛看你食咩物件喎？我就愛看，當佢阿龍晒 Snapchat 啦咯，定住佢。你咩？嚇，你未笑佢，你未笑佢，咁咪 continue 接落去。好啊。OK，你做一隻好，你做一隻好，就啊哈，就主人，按照主連。แล้วโอเคก็老椒ฮันโน歡迎อาหาร你好，แล้วก็日本嘅老椒歡迎日本嘅 Hello， 大家好。แล้วก็老椒ตัดดิสกาย係邊個大粒頭歡迎大家好，大粒頭其實你聲就水喎，你做咩啊？做咩？貝斯嘅呢？冇啦，唔是貝斯啊，只係貝斯。笑，我講貝斯，我講成個貝斯啦。呢一個有隻我嘅卡開剛頭一刀來，特別咖啡，歡迎你名咩名？金鳳驚。哦，金鳳驚，歡迎。金鳳驚，你按怎找到邊個學嘅呢？哦，我是段有一幫嘅是啊，係你 Christine 係你紅毛阿蓮啊，是有一個 Facebook 嘅 video 真正受歡迎嘅咩？So from there 呢是紅毛啦，都叫人紅毛蓮呢。定到是叫紅毛蓮，定到叫紅毛蓮咩？定到一個幾個紅毛蓮。伊有啊，講個叫阿蓮。我都是看到伊阿蓮阿毛Facebook 不阿毛Facebook video，但係你講伊出冊誒，你我別記啊，意思是講伊安怎學到福建話咁樣咯。有你後邊看起咧，係加隨住邊啲學緊啊？是啊。咁時阿毛咁時我做 promoter 就幹嘛誒？個10點半你 OK 來未咯？你大面介紹進來，你當今是做到落人？我講緊當 KL。哦，得吉隆坡。是啊，吉隆坡。แล้วก็singer actually 其實即係金鳳鏡咧是談係你邊兩個見開係你係件事內段 premier 段啫。Nice。叫我是 one of the winner 㗎。阿咪冇白少，加豆嘅。冇白。咦，我就係準備數你未記叫做冇白，咦冇就係少當劍，定到係冇冇係少你卡應嘅記叫冇白，當劍冇雜咧派記啊，白咩雜冇白係咯。
歡迎嚟，你這邊嘅人咧當今嚟甲我講嘅咧，我是要講喺幾時咯，即最戲啊，未講看啷看咧，感覺正看過咧人是阿龍咯，肯定講誒，等陣我未 explain，但係我叫你 remind 我係咩阿龍對，個咧笨豬。個咧笨豬嚇，我係個咧笨豬就笑嘛，แล้ว邊咧學嘅，我講聽，邊咧學嘅人真正夠，真正支持這出戲嘛，所以去看時啊，即係人情啊，邊咧學嘅 T-shirt 去，咁做啊，你係咧特別係咧明星啊，咁教我講，哎呀，我看到你邊咧學嘅人嚟，單 message 我講，哎呀，你邊咧學嘅人，我看到。OK， 好笑。แล้ว係你們跟我講Frederick Lee 們跟我講，看到人，只搞。แล้ว試過有呢，人去，我咪是學你頭一禮拜嘅咯。所以一個禮拜咧，我聽這出戲嘅時候，一禮拜11號，5月11號嘅時候，我個擺機會聽歌咧，聽伴奏咋。你不講人講嘅就是呢。喺件事不，即係 Astro Show 呢，一聽到人嘅呢拉鼓嚇，人嘅咧伴奏嘅歌咧，一幾好啊，淡薄獎品，所謂學人較濟淡薄，特別我按咗學呢，我本 still 學背嚟啦嚇，四個咧四個伴奏，四個咧四個伴奏，特別你是成彈嘅人咧，我就學你勁愛彈伴奏還是彈歌咧成。我人嘅 stock 咧 inventory 時候，我計tout嘅隻歌咧，我就諗勁歌咧。因為我當這個時候，我睇到人嗌歌咧，所以我睇這個咧，你特別教背嘅時，我特別斜講參啦嚇，就教嘅時，你咁咩參咧時，讓即係11月5月10號，讓5月10號報嘅時候，但是講讓報上來小影響，我咪是記得讓小影加嚟斷咯，如小如邊攞條斷咧，就嚟咪參嚟挪人，參嚟講攞到挪人，就係記得小影，แล้ว就係翕小影嘅嚟斷แล้ว，เรา就係upload 去我comment 裏邊談呀。特別呢，那是你無談，你無唔是頭背 can 呢？我咪做叫背 can 呢？人哋串 extra 到啲 Snapchat，所以對我 Snapchat 冇嘢使行。到啲 Snapchat 我個另外下 Snapchat 佢個應談啊，很少 respond 很少談，那是快卡快招啊。但定之外 can 裏啲談呀。特別那是你無談嚟講係你明嘅，我學舊家第幾個禮拜，一禮拜後咧。後尾是攞禮拜過嘅時，我被撩，所以人接，但是人無彈，無快快手，人較慢來人咧，我係貼人無彈過獎品嘅人嘅名寫起來咧，咪是撩獎 lucky draw， 撩看住人嘅彈過咧，都感謝 Astro Shaw， 有個感謝人如果來先聽聽獎，有啲人是到啲 YouTube 跟他到啲錄掉嘅。YouTube 會看人嘅本來學緊頭一擺吹掉嘅，我頭晚時有一人到啲 YouTube 會問我，伊要學福建話，伊解馬講話。啊？安尼點解講伊個人？伊個類人嚟？我唔知，特別一下鄧人字啦。要激死冇？一下鄧人字，特別伊個伊要學緊話解馬講話，你安怎學？你而家都幾安怎解馬講話？Sign language，當今應該是講明邊個是講硬模啦，佢這本是啲人嘅嘛，所以伊嘛唔掉。到底邊呢？到底你別使講咧本啦。伊嘛唔掉，就講話。你唔掉嘅是當今個吞假人。對啊。當今個吞假人，我所以諗比方人講即係喺幾時來 review 嘅時候，我觀那條大字就是，呢種戲咧。伊影響到咱只節目上方面嘅事啦，代志佢了伊會成個學起來嘅啫。你看這出戲啊，你聽到國家嘅物件，還是你個經驗過嘅物件，你看了會慢慢才鋪起來，才鋪起呢。แล้ว是當然，我講起就是咱看，對咱看這出戲來講下，即係咱學邊咧學緊話，即係話地下本是鋪起來。所以就一人當然啲實講怎麼說？有人講福建話，有人無人講福建話。人搞了媽咪 issues 會 surface 啊。搞到 surface 出來咯。搞到假嘅。那邊咧福建話就是頭一條嘅美女阿龍嘅就是，但是講伊到底邊人啦，佢學邊咧福建話，安怎學咧？那是伊是未曉講人。
伊袂晓講嘅人，伊會做朋友咯。伊袂曉講嘅人，伊當然講佢話聲。我講我無人逼，咁就是講，嗰時我唔是講被罵人啦，唔是咁意思啦。特別咱邊咧，安尼係印度啦、馬來啦，因嘛是無其他國家，特別安怎安尼自人會曉講嘅。第二件事看，你有時話學嘅話，你身邊安尼會曉講嘅話人，你一句學起，一兩年過後，你話紅毛股是無大邊嚟嘅喎，佢會教人成班可能要。好似伊到邊咧，未講為咗學邊咧學緊話。我唔知，我是下面環境裏邊大人咯。我唔知啦，我唔知伊到邊咧，我唔知，我可能看到伊個 comment 啦。所以就是講，我是會，我未必你會做啲 class 咯，嗬 ，webinar 呢。會使啊，嗬，咱做啲 podcast，做正正，咱5分鐘嘅，啊，5分鐘嘅，短乜可能未線呢種，是啊。我人咧，若是講你要到正學咧，我就是袂想加入，你一步一步加。特別這邊是來互你聽，所以即係人嗬，你講你袂曉講本好啦，你放條聽，嗬，你學講嘅時候，你加講嘅時候，伊對較硬，因為你聽關係的啊，就是。你關係嚴咧啊。600幾集聽下了就曉啦。啊，對。然後我比較少放到啲下邊嘅事。我放到啲 Facebook 一段人 comment 嘅話，少嚟Skype 嗰邊yes。OK， 呢個另外一個問題啊，龍咧就是，那是你感覺到 OK， 即係人成講哇，對，學嘅話真係好啊，上期啊真係感動啊，上期咧學嘅話，除了用嘴講，如果要用係咪會講要做係咪物件咧？我感覺咧。愛做蝦米物件咧，對普通誒檳榔人來講咧，其實你袂下啦，檳榔嘅人做上濟奇奇怪怪嘅物件，譬如講去參加比賽啦，去寫文章啦，你袂下啦，檳榔嘅人做這物件，檳榔人當今應該做嘅物件真正簡單嘅，一項嘅，就是大頭先講，對，就是講咧無聊嘅，你講差又好，好又好，錯話又好，好話又好，袂要緊嘅。你就要講就對咧，你教你囝講，教你孫講，第二件事要教囡仔講，12歲以下嘅囡仔，你特別要教講，你教講呀，淡薄屁啊，一句兩句，坐起來呀，你就關事咧。邊啲人當然會做嘅物件就是這項咧，冇別項咧。就是出嘴嚟講就對啦。對啊，佢出嚟講，所以就簡單。冇白啦。冇白，你啲得咯，你食青。你得咯，個邊樣？Mother's Day 嗰啲拍劍口，我見變咗劇。哦，拍劍嘅店。啲嚟啲個拍。哎呦，食下咯，劍口變。先嘅，依市鎮樓，依 convert into hotel 㗎cafe 㗎拍。或者咧邊咧學嘅不，或者咧邊咧嗰啲時間嘅 cafe 嘅 hotel 啊。冇咧，cafe 嘅 hotel 咯。OK， KL 嘛，成年款。冇白，你mute掉，你冇講話嘅事啊，因為有你喺邊後尾時我聽到，特別係你拄到嘅朋友，特別 Premier 加林波 Premier 嘅時嘅朋友啲啊，伊咪做金鳳鏡。แล้วจะตุ๋ยอ่ะโอ้มาแต่大家好จุดได้到幾啦個點人咪制你話冇講清楚我冇愛插我冇跟你講話吧咯我唔跟你講話啦我唔是跟你講話間同人講啦嘛錯啦我印度啊吧咯我係啦我一百人嘛阿咗啦特別時候嘅有人冇年呀吧咯有人冇年呀嘛我冇講咩嘢佢都冇講咯哇就係數到鬧啦嘅咧อันนี้好嘢咧譜哎呦我冇tapos sa malam alwa walo等陣我吹轉嘅見啦有人看到我把你播出嚟我頭先吹彈啦是我嗱看戲是我嗱播嚟喂 lip gloss lip balm 你成 lip gloss 嚟嚇อาหารบัตรสิแล้วจะไม่กลับหรือไม่กลับบอกว่าฮะโอเคเอไซลูกไปเลย我叫自己除咗夠未夠？呢一個另外一個豆嘅咯，條豆嘅嚟咯，個有古靈大家好古靈嗲嚟啊，古靈嗲
古靈仔，你真係個男 message，只要我特結就 popular 啊。冇考。OK，哎呀，死等陣 ，OK，我咪小條 question 可能講嘅，我等陣個 answer。頭嘅咪是都佢啦，舊嘅咪是都佢咁夢見咯，諗講或者。有啊，都佢啊。Hello，頭嘅。Hello。哇！即係豆嘅會本亂咧，豆嘅。哦，我拿歐刀。哦，我擔把刀晒 sponsor。OK，我把面。我好歡迎個 sponsor 啦。我想到第一隻好笑嘅物件，無毛病甲無菇嘅畫名。就是無蘑菇加冇毛病。阿媽就是講咯，阿媽是咁逢鏡講咯。是我唔知 touch 嘅是無毛病，嗰是無蘑菇。定得無毛病無毛啊嘛，跟住當然有毛啊，變咗 confuse 佢啊，變咗是咯，應該加冇蘑菇 switch 算一畫面。個一間我哋都唔會 join，แล้ว個轉個啊？但係特別驚我未 join，特別驚來一輩。等陣 is message 好嘛？等陣咧就 school 無到起來人啊去看啊，好，咁我咪講啦。OK，當住講我人家己講，住人看過啊，定是？我日本間看過啊。你頭自己去看係啊？你講我看你當5月3號嘅。5月3號，KL 要早自己做，嘛早。哇！你講你醒目，你直頭安尼去。即係考啦，即係感謝啦，豆嘅啦，係咁講嘛。去看咯。OK，我豆嘅。係啫，個人講我偏ET，我無行講。馬路唔是這個 topic， 馬路唔是這個 topic。佢再來啊！來條命我對我非常就是我玩上架交啊。小白機外口，小白機外口。哎呀，你來我想怕。我想怕。當時老婆，你可能順嚟個順期，媽超，我叫我講啊，都 romantic。特別係直接我去看時啦，無講咧濟人，I think 12個人可能，我看是個慘喎。人哋冇人知嘛，5月3號出人。有可能冇人知我了。跪拜時我想 feel 到 book 佢哋耳底看呢。跟住我會看OK，你一個人看過。哇！你看本啲啦，古靈仔啊，你站尾去看哦。我站尾就啲去看，所以其實自己聽講。是咯。OK，搞，你冇夾多翕相應該試過褪過嚟褪笨蕉啊，笨蕉3號記得知。哎呦，我未記。你大咧？我大我朋友嗰邊。你個你朋友夾對嚟咧翕相應啊，แล้ว佢because 係拜時時候，你個使 upload 你相應特啲 comment 會，แล้ว試佢褪。係多謝 comment。會幫過，即係我即係拜時11號時我個 upload。另外就相應講 contest number 2，你有時講 contest number 2都未好彈咧，未定未好彈咧，後邊叫我個 lucky draw 個差唔多淨係10嚟獎品個後邊，個 lucky draw 個可能 second chance，個可能 second chance，所以第二個機會，等陣我8萬攤就成，真係，就係10萬攤 ，Oh my， OK。當然嚟講，嚟確啫。嗰個住確個牛嘅看咯，係啊。捉隻看啊。我病嚟，捉隻。OK，昨天我媽仔我坐，我內留意看咋，所以我能有 ticket 啦。昨天我攝咗輕 upload 嘅，我驚輸嘅。你那時當今 upload 咧，你就 enter for lucky draw 咯，那時你11號lucky draw。會使，但是你5月11號咧 enter 咧頭幾日咧，就是那是你經過咧，你是爆彈過咧，你就5月11號啊！OK，我等5月11號，我哋嘅 ticket 呢啊，我哋嘅樣嘅 ticket 呢個喎。你那是咩？3條咧，嗰3條咧翕3人嘅面參樣係大咧，
你就趁溜3搭，你就趁有機會趁。了個好勢啊！你講，actually 我有4條單，特別3人呢。4條，即3人個。冇白，我睇無到過咧，我你上次 OK 啊。我驚輸了啫。當時驚輸。你這是我4條單，因為啊，我定日啊坐 IQI。整攞做嘛無人看咯，了我驚輸啊，我去買 twin seat 咯，4條嘛，愛買5條、4條、6條別。當今嘛，迄個 cafe 上亂啫，當今我行出來大街咯，愛慢慢行對 hotel 啦，所以亂講成我貴啊5分鐘，我甲轉路人嘅。OK， 來個有裝看啦，咁咪是咁蹦腳看咯。對，我冇看啦。裝。個領帶。我未記起啊，我啲個是 online 買喎。你 online 買，伊你有咪是有你 online 你叫你平作啲嘢多啊？一叫你啊。哦，你本 A 啦。使，得，你咪是咩啊？咪過嘅。林咪。你只你陪白對只啊，還是陪 jam 啫？陪白對。Oh shit！我未記 come back sorry。OK， 來，OK， 咱特別放嘅歌啦，唔係啊，夠先正講，係幾放喺咧，係幾先來歌到啲啊會，就我咪讓國看鬼人，哦，等陣，你咪報告先，咱特別當咧 emergency 時候有 bang， 有諗嘅時候嚇，然之後我隨下咩聲，咩聲係放唔對，唔對，安怎啊？我要放邊播，等我找看有。因為這是 alert， 咱因為當今咱是放哈，這個馬達車，冇拍證好。安尼我會使啦，嗬。OK， 但是咱聽到咧就是講我咪有spoiler alert 呀 ，spoiler alert 意思咧就是講，我講出來，即係喺其實我諗嘅故事，咧那是講我咪去看咧，我咪聽過，當見面你諗到嘿，我聽到啲聲時，我就聽到啲聲，我就咪咁樣停去看，แล้วก็ตัวไหน聽，即係 podcast， 我 podcast 未走嘅，所以當見我咪講嘅，嚟，咱講。就係 start 講你嘅 impression， 你看了即係你感覺點樣？人講好無好，唔使講嘅，咱正式本來學嘅，即出唔是冇 sponsor， 即係啦。OK， 我 start 先啊。so far 我看啦是並怎講也 storyline 是並安排到並 OK 啦，I mean 也 for 按到 the end 也 storyline 是真係是並 interesting 啦 ，and then 也 switch between 70加八路嘅時代咧是本 switch 到本I mean on telly 啦，I mean 看了會明白啦 ，and then 好我感覺到 feel 感動嘅筆是主要兩個筆咯，頭一個筆是3年加阿훈加路嘅點寫咯，I mean 那嘢 set 點寫加路嘅筆 actually 伊好我 feel 到 something that I mean emotional 嘅筆咯。The last part, the second part 就是the last part 就是講3年嘅爺 mother， 對問伊點解阿妹做啲人看到佢 still accept 伊嘅 part actually 我 feel 到邊 actually 邊 touching and then 我 actually 是留未停咯，就是。如果你嘛去看下頭一擺時是啦。頭一擺教我嘛都最近去看 ，actually 邊 touching 咯嘅，但 actually 我4號講我過去看一擺啦，
我不是就是誒老朋友。你看過幾擺啊？當然。把路看第二擺咯。第二擺 OK。我唔知咩事。我把留學別人講。我唔知咩事，我你未 play 喎，我 music 未 play 到掉，為 something fucked up。I mean，我係你咁樣 fucked up 啊，我唔知道。你嘅 connection 成日 a bit slow 往翻咯，成日 a bit 冇 miss 往翻嘅 connection。我 connection 是 OK，maybe 你嗰邊 connection 啊，我 connection 就大條。我嘅 connection 係 sweet 喎。我係聲真未出 from 我 computer，我放 music。就 know how 啦，就啦。แล้ว別人咧，別人咁bon驚。對我嚟講啦，佢哋 movies 感覺就真係 familiar 啊。伊規個 movie 本上個是人聽過，或人本身古早嘅是曾經經過嘅咯。For example，嗱你感覺就哇即係。伊是伊個環境啊啥色咧，還是伊行過樣正有故事，有啊啥色講？Both 咯，樣嘅環境 ，of course 邊樣大人本辦嘛，了樣家己嘅故事咧，本我感覺就at least 有人親身啦，或咱嘅朋友啊，咱有聽過嘅故事嘅。就咁講啦。大事細事本冇經驗過，你講下 ，sorry 你講。就講啦，咱當然真愛面水嘅嘛，了你就看伊嘅spoiler alert 啊，等陣多，spoiler alert 嚟。OK，了你看伊安迪咧，even though 伊真係 proud of 伊嘅孫啦，了伊是了特別3年咧，對伊嚟講咧是一個安怎講啊 struggle 嚟嘅，因為伊本身本唔是講真係好。了特別伊個安迪暑假成個直直講伊又好玩啦。所以 in a way，這個 scenario 是真係對我嚟講是真係 familiar 啦。了beside that，我感覺到Christopher Boy 伊個功夫真係是真係好了咯。若是講你也未看迄個 movie，你有看到伊個 trailer 哦，有 one part 是伊個媽甲伊個囝做一個跳舞嘅。so 佢哋先咧是差唔多真係阿妹啊嘛，了伊真係做我真感動咯。第一種有嘅物件就是講，咱本在佢哋主題曲是走全球嘅嘛對喎。特別 in the movie itself，in the final ending 嘅時候咧，是一個查某唱嘅，了more touching 嘅對我嚟講啦，是若是你有聽啦，佢哋查某嘅聲真係像佢哋伊嘅媽嘅聲。阿龍，唔是伊嘅媽咧。是特別對我嚟講，樣吹到是像伊媽嘅聲啊，就查某唔是媽。對，我聽到是哇，心都軟㗎了。伊嘅版較好聽嘛是啊。對，我家己本身咁感覺。到底戲啦面浪，後尾聽到講到底係見跳舞啦，行係見嘅時候，佢哋聲是走傳嘅聲啦。阿훈笑嘅嘛？阿훈笑嘅嘛？唔是，迄個阿 John 伊戲到頭到尾無走傳唱嘅歌嘅咋。是啦，無走傳唱嘅歌。無誒，戲了嘅點聲是查某唱嘅。了無出來講是 credits， 就是把你有走傳嘅聲。是。credit 點解較有誒？畢竟查某唱嘅聲是少年阿훈是唔是？唔是，我講唔是啦，少年阿훈，別人嚟。actually，了解一個嘢歌本嘢，伊聲像嘛，聲是嘛嘅聲，但係唔是嘛嘅。OK。少年阿훈唱我都冇聽到咩？少年阿훈唱喺度 MTV 嘅。伊是甲你合唱啊。伊啊，伊合起來。參加走傳，走唱。了對我嚟講啊，佢哋 release 真係是真有意思哦。若是講你看到佢哋規個 movie 嚟講，佢哋我都會記講，伊嘅 release 有一句是講係咪
he's I remember your sacrifice 啊，你為我犧牲咁樣濟啊，or something along that line 啦。So for the whole movie 對我嚟講是 family sacrificing for each other 咯。但係講世界嘢講咱我特別講 detail of like 就 sacrifice 嚟。對，咱講伊嘅知就好啦，你看，伊 spoiler alert。你講伊知就好啦，你看伊當細漢到大漢，因為伊是知，所以伊嘅爸母也無咪講屬甲伊，唔講愛伊。了 ，even though 伊有遐尼 experience， 伊本無 complain， 伊本無安怎。In fact， 伊知道講伊嘅小弟有需要有鐳，因為把鐳會翕伊，伊本。會寄出伊嘅 saving just for 伊嘅小弟會 continue 伊嘅翕片。So in a way， 你會看到講，咱講家庭啦，到間專門是家庭咯。So it really resonate with me 啦。但是講我有哪裡知，但是講我嘅知有蝦米事，我感覺到我冇是會做遐尼物件咯。我 suffer 淡薄，但係我係做路較好過是一個好事啦。我讓得隻角色，得隻人到底出戲裏面是當到你心地大，得隻伊媽mother yes。伊媽讓別人咧，等陣就來啊！奧比來啊！奧比還你奧比。แล้วก็จอมปลังเนี่ยปลังต้องตัดเลย馬甲雞咯，馬甲雞啊，因為雞 actually 老師actually 雞嘅 movie 裏邊阿훈雞 actually 有一個 job 喺新加坡嘛，因為佢喺新加坡 interview 嘅咩？but the thing is at the end he give up 嘅 job 嘛，又冇去 interview 啦。Actually, is I found kalau everything behind and then ke Singapore interview 做工嘛，but 伊冇做。So I feel 到movie 裏邊 certified 第一最 ，I mean secondly 犧牲第一最是伊嘅知咯。犧牲第一知啦 ，OK， 咱當然就會講犧牲第一知，咱個啲人每人看別人嘅，嗰隻角色是當佢哋嘅心第。你講住人 sacrifice 犧牲第無相嘅物件到這種嘢，伊阿咧咧Vivian 加伊知咩啊 Grace 咪是 sacrifice。Grace 幫佢裏邊犧牲嘅人真係啦，老實講，特人本犧牲，特你人本犧牲啦，特人本有咗。你講伊老爸好少啲老嘅女嘅老嘢，係咯。如我感覺種伊嘅感覺就係咁咯。如何家己厝內邊會相信啊？所以伊嘅 trailer 裏邊有講嘛，家己厝內人本未使相信。要講一句話嘛，因為咱家己一開出去裏邊是講家庭嘅，特別你講家庭嘅故事裏邊，幾何你聽到一句話，講原來家己厝內嘅人本未使安尼相信咯。伊是就傷，因為害到伊嘅是家己嘅親小弟咯。害到伊蝦米物件，蝦米你無個了解，害到伊未做人嘅老爸，因為伊嘅驚講要送伊去英國讀冊嘛。有一個8日嘛，我未送伊去讀冊，伊未送伊去了。如果未教，你驚講做乜事我未送伊去了，當然爸爸無在掉了。所以伊嘅犧牲係一種，伊為打櫃頭家，特別伊無在掉。無能為力啦，無奈啦。伊無法度，因為迄個年代佢唔是講真正贏嘅喎，對唔對？係咯，接落來，伊嘅小妹，伊嘅大小妹，伊大小妹犧牲是，伊為咗講，伊個未救一個厝咧。我無辦法了，我會救落這，我就救落這咯。所以，但我用對厝就半啊，伊就買物件互伊嘅嫂嘛，對唔對？伊嘅嫂就講把 Grace 啊，梗係歹勢了咯，規日互你買物件過來。伊部犧牲本身嘅，我未做半行咧，我會做物件，我是做機。
啊，我會做淡薄是對物件，係啦，伊個為咗伊想買，伊買去 Australia 嚟講，我去了，我留嘅時候是安怎啊？你 touch 我咯，唔知咩事。特別我本無咪了解啦，伊無去 Australia 嘛吼，伊英國為喺小妹啦，伊安怎講啊？伊唔是講伊嘅所嘅講，你會使起聲嘛，未啱嘅對嚟嘛，伊唔是咁講啊。嚇，伊到底係咪屬於無去？因為 maybe 咱看馬來西亞 version 是有格還是咩，我唔知啦。現在這方面無教大家，我看了無明白，係咪屬於無去？哦，做咩屬無明？你無明白做咩屬於伊後尾？伊無嚇，伊咪去。伊個啊，點我講你 spoiler 就真正 spoiler 啦喎。spoiler 啦，當然我是 spoiler。得正。It is 我是有 script 嘅啦，所以我 spoiler 是真正 spoiler 咯。我 spoil，你我再講要 spoiler 少啦，我講。我哋八卦去八係我。Actually 你未識手沙阿龍 ，actually 後我 try 啦 ，actually 是我冇睇到是阿龍Grace，我就會聽別人看 based on。好。OK， 我講下，我係會選啦嚇。actually 是 Grace 係阿蕉嚟你有冇咩記啊？阿蕉係阿蕉。OK， actually 我係會選就是我是想講嗬 ，Grace 用伊個去 Australia，and then 伊 maybe 伊成功多個 area 多人 Australia， 所以所以就是伊無愛去 Australia， 因為伊驚一個去了嗬，伊被傳嘢小俾個去。and then secondly 就是伊唔知安怎會幫伊小輩 after that，so 伊 decide to live in Malaysia rather than go to Australia 咁樣咯。我選啦嚇。Hello， 安怎 Grace 阿 Vivian 嘅拍只隻卡啲嘅？哦，是咯，有淡薄只隻卡嘅我記得。time 嘅事嚟聽。我回兩隻，我冇看到咋，老實講。伊有，你冇看到 current version 啊？因為 Grace 嘅伊阿某 boyfriend 有 sort of make up 嘅先，冇嚇，即係冇。即是有嘅。特別，咱希望把這個時間出 DVD 時候，伊夾出來咯。你話講，你 DVD 本我哋未使你馬來西亞 version 咋？我俾解釋，美國嘅 version 咋？我俾解釋我聽，有當時做戲有只無相嘅 complication 啊，只真正，就是你要過。人誒有嚟是讀馬來西亞或者咯政府咯，啊不第二條啦，咪講政府我拍嚟，咪講政府嚟影響嘅，就是有當時你嘅 edit decision 或者 final 嘅後尾嘅 edit 了，你特行你都用嘅，你看咧，伊告訴教成功嘅下，你對使幫出嘅，你看咧，但是有當時 sometimes if 感覺到一個先。無 help 到還是無 add 你物件，對曬 take out 上面，真係唔知啦。嗱，對佢咱依家一樣 editor 還是所中興講嚟講，可能佢就講正式嘅正。Because 我個 trailer 有看到啊，會拍。trailer 看到，特別戲帶看唔到，有幾個線冇嘅。哦，是咩？係咪先？伊指做 B D 嘅小妹提講，look 講話是上過 star 啊，你先冇嘅話期待。有睇到小姐。哦。當到底係露天嘅。呢度攞緊嘢做啊，女人嘅做啊。唔知咯，應該是樣做我都未有。依到底，DVD 出時咧就俾 Zone One 嗰度就俾美國嘅 version 嘅。Zone One 啊。所以我不係買看 full version 嘅。Sorry 啊。主要係咪？而內邊嘅歌唔是查某唱嘅，是一個大波嚟叫做 Bernard 歌。哦，你捌伊嘅哦？我唔捌嘅，你捌當我看 credit 你個知是大波嘅名嚟。我唔是，查某係，其實 demo 係查某係。哦，即我知嘅，我即是我知嘅就。特別 film，伊 credit 出嚟時 film version 是寫一個大波嘅名嘅。誒，就是寫歌人唔是咩？唔是演唱是叫做 Bernard 歌。我未必是打波嚟。因為邊咧學緊話班嘅歌，我有啲 imagine 加落去唱出來，咪效果咯。Actually 有邊咧本身都冇聽過嘅。
有啊，有诶，咱冇聽過。暫時嚇，感謝呢邊感謝你。我嘅 demo 是真係好料，人唱嚟咯。人笑啦，我嘅 demo 真係好料，人真powerful 嘅人嚟咯。只爆得苦嚟嘅。啊，只爆得苦喺度，一個唱歌一聲準㗎，咁咯。佢哋 demo 真係好料，你冇聽過嘅了。或者咱希望或者有機會聽到。啊，有嘅，咱而家是 copyright，而家咱未時常寫。對。出發浪都有人講無看。所以有人講，伊唔是講無看，伊講伊唔是我做得冇邏輯。對，我啦，我未講㗎嘛，我 feel 到 OK 啦，這而家達成啦，伊就淡薄 story 本有 trigger 到，像每一個人 family，像我 family 本有淡薄故事上加慳啦。你講像幾出戲好，我嘅感覺是伊啥，伊無高潮低潮都未必，像幾出戲是白白慳 slow 慳嚟 feel 咯。你看了。Actually，我 actually appreciate 伊個 ，that's because 伊部，你知我對我嚟講啦嚇，伊部上嘅位就是伊唔是用 music 嚟做伊個。對本咯。伊部嘢，你真係掂嘅，你話曬伊是真掂喎。伊個，你係 reflect 三年啊，你係帶所中心淡薄啦。伊個像啊點無講話嘅款嘅時候，伊真正名就伊個迄個特別 in 南邊伊個 emotional 嘅part咧，是一啲管調特別伊無用 music 嚟幫助你安尼啊，所以你嘅感情係唔是？and I think 所中希望個人講佢 interview 嘅時，講伊唔用伊對幫要好了做 music。做好你可能意思講，即係伊特別你 feel 到你感覺到是對啦，伊你無話啥成日把你戲，你可能做哇做好我真多，咁啊我成日同佢安尼時就是伊個我真係熟㗎。嚇，你真係熟咩？我真係熟㗎，伊個 music 啊，伊出現有 music 出現嘅時啊。就係有 few keys 嗰啲嘢啦，變到彈幾下嘅，反正特別你先調節。好啊，佢。你話曬伊高潮，伊嗰啲第一嗰一格咧。好啊啦，對我嚟講啦，伊高潮是講啲阿妹啊，起小比較多站嘢吧，我 feel 到邊啊。誒，最出現真係唔睇知咯。我比較我看啲戲落到咧。我看出來戲攞到了，所以 just 冇個看出來。我所看 premiere，但我冇個真係冇去看嘅嘛。所以 feel 到樣伊告訴我，佢一個大嘅故事是 Sunny 咯。但 actually Sunny 唔是主角嘅，伊個主角是真係一個小小嘅配角都合喺裏邊。所以我看伊 sacrifices 啊，伊是講到嗰兩人 sacrifices， 就冇講到家己 sacrifice 啊。所以整個故事裏邊，伊變咗是第一自私嘅一個角色嘛。我嗰陣頭先看嘅時候，睇這個數所未 absorb 嘅了嗬。但我看第二集嘅時候，真係 enjoy 咯。頭先看嘅時 ，because 所話我真係 distracted by the sorry 啦嚇，中國即頭條，伊個好驚我先走空啊，先走空走嘅計正啊，所以 got distracted 啦，but。I mean, but the second time I can get past the Hokkien then again 係真係 enjoy 伊個故事咯，伊真係細細個故事，咁了人個戲 ，is life 嘛，本來嘅 life during 70s 係安尼嘛，咁了人 struggle， 嗬，我你冇感覺講伊戲裏邊咧係你 small characters 啊，做 producer 叫 stay 好嘅咩？是咯，我冇講嘛。哇！一隻出嚟哇，爆嚟嘅了。伊福建話是，我看到。係100%啊。特別本伊啲地點嚟講下咩新加坡紅包嘅咩咯。是咯，而家咪咁好咯。佢想變到貴出去嚟變成超人嘅。新加坡紅包而家話唔是伊講嘅 ，OK。唔是你講嘅，特別未必我。我講。協了啦，協。就 producer 講協了啦，咪好咯，我個可以啊。有誒，你協了啦，要可以嘅，有誒。我當今日是在做咩事？阿你 Frederick Lee 講一轉啦咯，做下一轉八嘅事。面對面啊，面對面啊。我咩啊？就係高潮嗬，我就高潮。你第一場你邊度？協咪點先啊？
一見點樣頭前，嚇，一個周康對講話，係咯，我嗰時假意嘅叫咗，嗰時我假意嘅啫，所以我看到嘢，一搞講話時候，我佢未明咗，我佢未係叫 because 我未驚，而家 because camera 攝掉咯就，我只係誒輪了做了我係八了行走嚟就，我未做半行嗰度，我冇可能解，係 director 講 cut， 你講得唔好。我哋冇法度啊！因為你冇可能，你未 expect director 嘅格局拿到為咗錄咁講，以後叫我冇好嘛，錄又唔是 director。嗱，睇你學嘅外八，嗱另外 specially 講啦，我會 discuss 學嘅外八。咁啊，後邊都講咩教炒，你會講咩？Maybe 我 feel that the mother 咯 ，the mother 個 boy 是一直講嘅一句話咯，伊是我會驚，若是我無使養伊，就會使養伊咯。我 feel that 一句話應該是伊 mother 唔捌甲伊講嘅啦，是伊家己嘅 conclusion 嚟啦。So 伊是無通聽到即句話，特別伊是家己 come back to that conclusion 咯。我只係解節法啊，伊 rehearse 伊講沙刀是咯。沙刀冇想嘅描述，冇想嘅感情嗬。同你就出名話嘛，講英語就係有幾歲會講沙刀去嘛？他一百個係感動咯。就是咯。我個真係暑假一直嚟樣去海邊，樣隻去海邊邊咧 ，and it's quite common for 咱檳城嘅人嘛，咱大多都是暑假嚟去 family picnic by the 海邊 picnic，70s 80s 是真係 common 嘅事嚟嘛。所以真係講緊真係少看到啦，but 即係。And then 你看到伊 brother 你是個 OK 個無看病個，佢是伊要表達伊理想嘅，我希望我家庭是會安尼款嘅吼，一定是唔是我意思啊？阿龍，伊後尾我唔是，特別 OK 了。我個另外一面叫俾講，就是伊嗬，唔是100%對調伊嘅 script。Actually， 希望你幫助其實是你愛安怎想，你安怎特別用你家己嘅話嚟。係你 last scene 我本書教成日講 ，maybe 我 family 病，你講特別我真希望我理想嘅家庭是安尼款嘅啊，白白去佚佗啥。真 set 啦，喺你先有淡薄真，好多激心哎呦，那我做嘅安尼款就落好啊。我是感覺到有當時是人會即個故事嗬，伊個大條數，嗰陣時有幾多你只大下條路嘅物件，都了考嘅物件，人講到這個數，特別有當時人想到啲人嘅生活嗬，有考有啲嘅點先。然後有金有啲點先，有金好點先，所以你看起來是有當時迄個就是有可能是成個你想到對 balance 就有好嘅點先本。是講成佢哋咧，佢哋決定8%價了是唔好嘅咁啦。我個幾年嚟先嘅，阿 John。阿 John， 我 actually 我是暑假伊家嘅媽車部嘅先咯。actually 我看到伊嘅媽家嘅3年 ，actually 黑掉點黑嘅點先吼 ，actually 嘅先是真係阿 sweet， 嘅先係真係阿 sweet， 我真係我是真係阿暑假嘅先，但係就是嘅 poster 啦。actually 伊家嘅媽黑掉嘅先嘅 poster 真係是I mean 阿 sweet，and then I feel 到。嘅先是特別 beautiful 嘅咯。and then second thing 就是last part 講3年間嘅嘛 ，actually 講嘅話點先啦 ，actually 嘅話啦 ，actually 是真嘅我啲幫呢樣嘢。actually 嘅話啦，交保到個 still effect 話講真嘅，因為我睇到嘅話點先嗬，我個 still 係好講真嘅。我個 still 保 actually 我保拿話要講真嘅。老師一句，老師一句。這出戲我唔知，我頭一道看嘅時候，我看我未好啫，看嗰個尾嘅時，我會靠一啖半嘅喎。But after that 我看車短嘅時候 ，the scene start to like come to me 啊 ，I tell you 我。好嘅未了，我本時看了無好啦，特別啥回味時啊，啲想到啲事心嘅啥心裏邊啲好啦，無好出來啦，特別有時真係
特別你看伊itself 啊，無看到人成個台灣戲呢，好諗呢，好直嘅，都actually is quite okay，阮部特保唔看，唔敢看你好諗戲嘛，嗰隻戲 actually 好諗戲啦。actually is 用這是 actually 是 family 嘅戲，唔是講直直學你好嘅戲，所以伊會說你學你家己。上把你嘅把成日，上把你嘅 present 嘅life，and then 學你家己會有嘅 feeling to cry actually，伊感覺到好我相反啦。對哦。伊是 actually 伊是 play， 咱無拉實講係我感覺到頭一出邊咧學見嘅戲啦。我 expectation 我老實講，我 expectation 我睇到邊咧學見嘅戲，我尤其是馬來西亞戲，我無想到伊嘅。topic is subject matter 嘅話題，加伊即種戲嘅安尼 complex 嘅，我冇想到，我成個時成也簡單就普通啦，哦，個數看啊爽爽啊，哈哈哈，攰啊！我就是小小呢份料咧。就是我 maybe 有可能是我家己誒 prejudice 啦，嗬，我是想到個馬來西亞戲，個用福建話嚟做，開始較就是小戲嘅，嗬，然後講下攰啊傻了誒。我冇想到講安尼 complex 伊個 topic 安尼重嘅安尼。特別馬來西亞戲啊，加了嘛是重嘅 topic 嚟。冇啦，特別你話未記，咱人重嘅 topic 本好當時用小戲嚟包裝嗰種。當時落嚟有隻就幾大出戲，嗰啲小戲。伊那趣味 topic 伊嘛是重嘅 topic 嚟。第一本啲是頭嘅俾唔重嘅。特別要用趣味嘛對，要用趣味嚟做可以 balance。即出戲冇趣味嘅咋，即出是 reality slap in your face 咋。冇啊，感覺講馬來西亞戲啊，成日特別做 feel good movie 啊，咁 box office。escapism 嘅movie 好 escape 啦。特別小小啲嘅 appeal to 個 public 嘅。有。特別咱冇 expect 到出去演呢，最兩數講嗬。我最想熟解 ，actually 我感覺是 non-Chinese non-Chinese 對。因為上個人冇咩關。我都講咗嘛，如果人上個人邊啲人去看，人可能小關心小去注意樣嘅福建話咧，都別去 appreciate 依佢哋戲嘅structure 戲嘅。咱使當見，咱使講 about 以後。我講下，我真係我個朋友隔了死橋去啦，隔了講就都未去看第二刀。我看三刀。就是 double 嚟講。我去看是啊，我去看戲大時，我頭前嘅啲度電話個，少年嘅人㗎啦。你冇學啲，有你 A 網 Snapchat 個啊。我冇報應嘅直接。你特媽韓梅話未？你安怎看我嘛愛？我是冇想，我是伊 executive producer 叫我伊 special link 嘅對，你比賽。我介好笑呢，我 care 我不 promote friend 看嘛，人 care 人淡薄比較福建話。有一間介好笑呢，伊講伊翁嗬，伊翁講唔係啦，咪去看我比較福建話，咧伊請伊翁啊，你過年戲都嘛是看㗎啦，成日請伊都對。我件事冇明白樣咯。作為人個叫都答個，我冇俾我兩部叫都是啷會叫我記得最特別，啷佢係看日本啊，而韓國係看個爽爽。我都是有話，我都是有個韓國話啦，我都冇明白樣咯。請伊咯，就是係。我話都只擔心嘛。係咪嘅？我跌到啲係咪？我跌到嚟，但係我跌到接嚟啊！特別唔制嘅咧。有聽有。係我跌到嚟，我未聽看。你講你嘅reaction？ Okay, regarding 這些戲呢，I think 就係人為你講啦，you know，係我愛講嘅節目就係人為你講嘅啦。maybe the thing that 講。我就 surprise 所講嘅有幾難行嘅，係咪叫 surprise？咩啊？you know 幾難先嘅，我看到咧，immediately 好啊，對起我嘅 childhood 嘅。比如有一個先話到，佢哋阿หุ่น嘅房間去嘅啊，
แล้วอีที่ไปอยู่ญี่ปุ่นแฉะอ่ะต่ออีตัวที่ว่าแฉะ咯对咯我一头ญี่ปุ่นเลยแฉะ啦哈是我聽到小學嘅 tuition 係是用嘅咯好所以我前10幾年你冇看到去ญี่ปุ่นแฉะ嚇所以我看到就係 surprise 說我過去到處就ญี่ปุ่นแฉะแล้วก็一個就是嚇夜晚拜陽光嘅時啊แล้วอีว่าเกี่ยวเลยสิหันซาดี嚟解拜嘛對所以到時候啲講領導人話馬拜眼光嘅事咧是對嚇所以就咧就是其實可能 memory 咯時候講領導嘅之類嘅你攞領導物件 happen to 人嘅但係 relate to 潮語嘅我出嚟講都聽到哈利路亞路潮係咪哈利路亞之類嚇伊迄個先位，就翕戲嘅時椰子講嘅。你睇小明佢有咧講哈利路亞嘅。我冇笑。一隻人咯，佢出嚟拜眼光啊！你because 有發成事咧，可以讓成日接受到講教義。好啦，呢本是你就參咩人啦？你出嚟做工咧，你參咗人，迄個人變咗是你參。韓教嘅朋友咧，韓教嘅朋友何路感覺就較歡喜啊！都我哋禮拜幾教到咯，去都冇嘢咯，幾關事嘢咯。特別 that's why 咱講讓只隻犧牲只隻，你安怎去面對你無相嘅坎坷嘢嘅路咧？有啲人就是用教咯，教律咯嚇。所以你有啥為何你成日去偷窺啊？有人用白粉咯。有人是佢點樣咯？特別有一個先啦，maybe 這是個 bad review。不要緊，OK 啦。有一個先是我看，我有條情景是講。伊做伊翕3年囡仔時到學堂嘛，成日伊個 friend 嚟成日講伊成日上小伊時啊咧，伊要走出去時啦，你是拜嘅學堂嘛，伊後尾是一拜厝嘅，拜厝看到字啦，我哋會講新嘅會講係啲白色，這唔對，這應該70年代後尾我會講係冇條情嘅，啱700年 OK。70年代咪是冇咁打咯。冇一部戲就講得嘛，一部戲就講得。一部戲就講啦。一到先你咁打，特別一個人推咧。你是1916年嘅，你只講16年。特別只講，係啦，你是很大。特別一starting by，過掉落呢？我未識過掉落嚟啊！乜嘢啊？阿歡係處置到得啦。過掉落，我唔知，係你叫咩啊？南華二記過嚟啊！係你Montreal Street 啊，Montreal Street 下條，我小上未記有冇名 ？Montreal Street。冇阿本咩？flat 咩？哦 ，flat，過掉落。過掉落啊！我開始㗎。特別以前過掉落，你過掉落咩？當你行入嚟時，快，你先嘅事啊！你算過掉落咩？我就嗰時真正背，你就過掉落 post office 嗰度啊！過掉落 flat 啲 post office，佢掉落直接行到背看就係。知。啊，你有眼光鏡嘅，背記啊背嘅，有一間 college，有一間 college 地名嘅，我有一間小澳本，我有一間小澳本嘅。哦，即係有隻眼光鏡嘛，背。有一間眼光鏡，有一間小澳，迄小澳真係出名嘅。咱咪講個上厲害啊！人講咪講，你講出嚟。咪講 black， 係啦，咪講你個人講出嚟咯。咪講 black 出嚟。我當然咱嚟講咯，咱嚟講福建話。我有兩類 observation。關於福建話，我係人講成，人聽人講嘅福建話，比人哋做伊個 actors。我故事講到情景好玩啦，我 feel 即係會使倒戲大講嘅是你阿伯啊，伊爸啉酒對嘅是講你執正經啦，伊講你咪是執正經係包，係一句執正。執正經，後面好笑咧，佢講啦，
冇是後時講，咁少啦。我呢就 feel 誒，我哋會使出街嘅。咁成所以唔好了啦 ，because that is 啦唔領嘅話嘛，領嘅話咧話個是唔是啊？多邊領唔冇 surprise 嘛，諗嗯，你是近入邊領個人叫報曉。嗰邊上我哋講多戲大天你講報曉啊？所以最重要係特別 SX 嘛。Yes, another one 嘅報曉 is the actually 冇講到，有啲人冇講到嗰啲 school bully 咯，要即出去入邊要講到 school bully、gender identity 咯。因為伊個 friend 個了啊老啊。只有嗰啲就是可能看，你看伊 school bully 是 from 細漢啊，伊有安尼 behavior 嗬，伊大漢伊是安尼 behavior 啦。同款嘅嗬。嗯。誒十幾歲成個嚟講，有看到卡吹嘛？攞卡吹要拍嘅，冇拍嘅嚇。拍嘅。我看冇拍嘅。當款要拍嘅。卡吹，拍嘅卡吹。我就小阿伯。我就行啊，伊咧如何喎？好，特別啦，我聽就講個真係地當講袂掉啊。你本是兩冇掉嗬。佢 already 是 give up 咧 ，because 要袂掉。佢是 give up 咧，因為佢落嚟，點解國家先冇講掉嘛？對，要講就是啲字樂句話是伊跪出去裏邊屙到啲人講嘅，第邊屙掉，因為南部是講好是落嚟嘅嘛，但係咱是講起嘢咋，咱是講好，哇好，咱是關起嘢咯，所以南部人我袂掉這個音嘅。咁啊，到了他是什麼人？到了他那。咁啊，我講卡吹拍嘅喂。卡吹。冇識。醫生嗰條。咱 blur 伊 out 嘅事啊，咱拍成mosaic 嘅 effect 啊，你成日講你會看到 sensor 啊 ，censorship。แล้วโอเค所以當今每當今有Skype 嗰邊個另外是兩個喎，你咩咩啊 ？Skype 嗰邊啊，Lu。Hello。啊，你是？我是7號。我是7號。啊對，我未知對面啊，佢哋 Skype 7號看啊，7號咪是7號。7號是我夾斷伊嘅。哦。見咩？我看過一刀咗。哦。OK。แล้วรู้มี fresh 只次嘅 reaction 咯。actually overall 我是感覺伊其實好咯 ，is just maybe 有可能 technical 物件，安怎講啊？我係看到有做淡薄 reference from other films 啦。啊，咩物件嚟講啊？成個係你安怎講啊？係你即係 illusion 咯 ，because 伊接來時，有人講到上講是。伊人 reflection of 伊正嘅故事嘅 character 嘛，特別 in the middle before the end， 伊kalau是 entire thing is the process of 伊 filming 嚟，所以伊講到伊類 psychology from there， 我看過一個 film 咁樣做咯，所以另外一個是講每伊甲伊嘅 mother character 講話時候，係你是安怎講啊 ？the ending scene 嗬。係你我不會另外一個 film 會看到，特別我今日用伊 reference 又好啦。因為是 actually 只 method，上面嘅 method 只 method 冇是用過啊，特別你看到 apply 後，你幫佢用時有效無效咯，啱冇啱先。嚇對，特別我 feel 到伊嘅 application 就好咯，伊嘅 surprise 講伊嘅咧阿 boy 介意罵阿姐先，我啲罵。我感覺 director 是真係 detail oriented 嘅人。啊，好少。你就係 detail 就 detail 啦。我感覺 detail 就是伊嘅，成日同我講拜人講時，睇伊手就錯現代手係一種物件咯。伊有可能是用一個基本先嘅經驗嚟幫自己演出嘅。啊，就你講實得落去 detail oriented 咧？你只 opening。先係你戲大放嘅戲啊，就是你即推開出戲嘅點嚟啦。戲，按照我聽到聲後背，就人哦，你使 mute 你 Skype 嘅聲，because 我聽到，咱嗰邊講攞刀，報告攞刀，啊咁時啊，了，
哇，迄个 opening 啊，你去看伊大华伫做了的戏啊，就是即开出戏的主题啊。哦，啊，即人知就物所以看到啥物？poster 啊，所以 poster 啊，拢知哦。我早就知啦。我讲，拢知讲，伊迄个大华一行出来啊，伊戏台行出来嘛。迄个一行出来，迄个所在，迄个 space 上，迄个戏台啦，迄个戏台就是伊翕片所在咧。我知咧，伊 publicity 嘅效應嘅時候，就是迄個翕片所在，就是迄間假厝，就是佇戲台內邊。哦，是啊，你即伊老厝都是佇戲台內邊啊。唔是老厝，伊講 cut 老厝，伊 cut 係咱開起來，係咱迄個。係咧，係叫做戲甲學嘅話本地搞嘅 producer 行出來嘅迄一個八咧，就是戲台咧。哦，就是啲迄個戲台裏邊咧，伊規個厝戲台裏邊打起來嘅。你看到伊頭就出來戲台後面出來嘅嗬，我頭就有看到咩就，我看到伊被你把關嘅落地。我會想，把關落地打，我頭先你看到了，我 Oh my God， this is so good。就是我看到落地把關，我甲小隻落地把關。然後我想起個係，你咱去看戲台看戲嘅時，會賣物件，賣個雜布袋啊，有賣咧沙咧大碗嗰啲物件，我想起，然後攞嚟叫種嘅阿摩藤係，伊鐵嘅鐵，你入面要係粉嘅，要龜，要成龜子。我知 grape 嘅，我知，我笑到你啊，係。你揾隻流咩？嗰啲白件，啊真係冇，我面水呢都啊。我只老咧70幾歲啊，問我。你 sorry 啊，你老厝是真到倒位翕嘅咧？真伊囡仔是。但我唔是講講你啊，南華已經。哦 ，OK， 我淡薄聽無。特別一打出來迄一間厝啊，吼，真係像迄一間老厝嘅咯。有好量哦。但係一打出來一樣嘅迄個傾啊，個料是。你去過迄間樓，因為我有去過樓厝嘛，去樓厝了，佢去到對迄個戲台裏邊時，你覺得都赤驚啊，就應該真係想啦。你有注意到佢出戲啊，賣啊 ，Frederick 啊，跟他講，伊佢出戲無笑嘅，無笑到，伊跟他講伊嘅朋友，伊跟他講每100嘅事，伊講甲伊 boyfriend 講電話是夠笑嘅。唔嚇，對我講另外一隻特別個啊，特別。那本來伊甲伊朋友，你看到伊成伊是假，無歡喜，甲三百伊甲伊嘅伊嘅朋友迄個仔都一時嘛，當時哦，你看到伊成無相嘅一面啊。咱這人本身可能是人做人，人每嘅事我是感覺佢 when you hear someone say that I love you 啊，我是個 feel that will bring a smile on your face when。OK， 咱嚟講。我就我會喺上同人講是要 boyfriend 呢。OK， 嗰時我冇是成日講是要 boyfriend， 我係 friends 嘅啦，我是講是要 boyfriend。咱會跌嘅人看樣，咱就是 OK， 咱會學。有人寫 girlfriend 咧。我比較。Because the beginning scene when he was on the phone call at the top of the roof, that's right. 佢講why do you think that I'm ashamed of you? I think it's good. Why do you? So, a character that is out of the box. That means it's a normal character like. So, yeah. 冇簡單咯，只叫搞咯，只叫關嘢。看攞刀就，你看佢兩塊沙刀，就咁。你講起一句話，迄個字一本掠掉咗，哇！只個冇簡單咯。That is the only clue 啦。So, long. So 讀了 ，OK， 所以你醒目啦。最是啦，實講伊是個 friend 咧，定日本囝，你懷疑？冇我實啲唔知，我想伊講頭家講話咁。後尾劇就係講哦，未必是 couple 啦，嗱邊我冇想到是打波咯。啊 ，actually 我不是想看，我不是就是 normal 啊。Actually, say, yeah, someone that he loved, but I don't know that. 做咩有 feedback 嚟，如果俾，所以意思，如阿妹是有想對講是大波是查某，你係是？我冇笑到，因為我是想是 someone that he loved, but I don't know that whether this is girl or guy.
I think 就是一直搞成个 untouched 一类 topic 有类是 totally 冇講到特別 because of ashamed of 你講你 ashamed of you 係黑字嚟黑字啦。第一個另外隻 second element 就是伊嘅朋友咯，講條創地做報告是要保養阿仔，所以伊甲伊 because 你看到伊嘅 relationship 甲伊嚇。伊開 open 嘅，所以伊甲伊直接親嘅咯，邊咪啲朋友就親嘅咯。人知啦，人 QQ 嘅人知嘛。嗰陣時就講有幾年你伊細漢嘅時，當嘅人bully你嘅時候，你嗰時較好嘅朋友愛得是查某，啊無就是查某型有嘅人，無查某就無就查某型。我講起話你阿仔啦嚇，如果我哋小氣講定到我 primary school 嘅時啊嚇，所以我有一個朋友呢，就是甲伊相甲，你講咯，細隻啊，有時佢就啲可能 bully 咧啊，然後佢就可能叫名咧，可能叫咩都冇嘅。So I tell you, I really，我真係 suka 啊，即係阿仔嘅 character 咯，意思嚟。Who cares? Who cares? Them 論 bully 我本是按咗跳舞，我覺得 so cute. He's so cute. 我就 he's so confident 可以無學邊啊，人影響到伊愛做咩 ？Yeah. 無講你人 bully 我，who cares them about you？ 然後 continue 跳舞嚟。伊好是一部是伊是成功嘅喎，伊處顧水嘅人，係咯，伊成功，伊佢做生意開幾多間 restaurant，對唔對？啊。伊是想歡喜嘅一個人誒。係咯，所以你咪去插，所以往時即種嘢只隻冇。特別有淡薄自卑，有淡薄自卑講伊家己無呢 handsome。啊哈哈。淡薄自卑講伊家己無呢 handsome。特別actually 嗬，伊你落嚟見啦，跟住做阿仔，你自己見到本是真出名嘅咋。哦，是啊，係咯，我看到伊我做 audition 係 audition 是我做嘅嘛，隔離我見到是我做嘅。啊。你講讓伊接來啊！我叫佢跳舞的，我你有跳舞，你有跳舞，你跳得冇講啦。你一買你一拍攝你別曉的，我講冇，你對着我講，我開 music 咯，我跳咯，我跳你講，你對着成個彎，嚟播啦，對着跳，我俾佢你跳舞，係啦，各位，你跳了，我借你單路咯，你會跳就係你跳，所以用一跳的，但係我今日講，呢就是係你人咧就，就是伊咧就。伊就是伊變咗是伊棒啦，伊無驚，伊是一種嗰種，伊隻囡仔款細漢，伊跳舞真正恰時無好看，但係伊無驚咯。伊就是伊咯，伊真正有信心咧，無是插人講面，特別咱只濟人係即出戲本時，高中歡迎 ，Hello， 你對住了啊？你快，我成個都啲 travel 過。我早起對，今日節早起對，我較愛困一個。唔要叫我就當按你講嘅。我依個節目只有按啦，我平時就做發南嘅柬埔寨。哦，應該都幾靚喎。哇，柬埔寨。應該講咗3本啊。爽哦！我本來我特別較學淡薄啊，也是上個3本問喎。他那是係大天咯，所以冇。個人抓啊，個人抓。抓哦，看抓緊馬來西亞。你去到？去柬埔寨。南柬埔寨。南加柬埔寨。Oh nice！ 誒，你講蘇珊尼是壞啦。我不會講 Q 嘅，冇，有意思講，真係 director 冇時間了。啊，你咪知道講話？你咪未 director 啦？我咪知道講話。應該講 based on true story 嘛，所以假設先我們聯想到講 director。係啦，你說演 director 啦，喜歡得這。But the thing is for 我就是 even though it's based on the true story, but some of the story can be fake, right? 我唔就係講佢一百 fake，佢一百是 true 嘛。Director handsome man。我假如來 media student 假如來。來。有一個 theory 講 the author is dead，你袂使舉迄個寫嘅人嘅 intention 來 interpret 迄個迄本冊。
interpret 你就安怎 interpret， 知哦？知。袂使用迄个写的物件，或迄个 director 的心意去看迄出戏。Tapi the only thing 我係講什麼？伊是 semi autobiographical 嘛。啊。所以特別我咱 interview 嘅時，是甲我講是甲別人講我袂記啊。interview 嘅時，伊講因為伊對家人本因為有當時是伊上有幾個節禮啊。啊是，所以伊袂寫㗎啦。應該係人嚟㗎啦，應該。莫力哥啥嚟知啊 ？Hello， 莫力哥啥嚟知？諾力冇，沙利哥諾利茲，沙利哥諾利茲啊，我聽嘅。你話我厝人捌樣嘅？我會使講條物件未？你人啲拍過出嚟係其實來戲啊，你人有講嘢故事無啊？有。應該是我未使聽啦，我都無看到伊個。我就 spoiler。都問你聽，但是你忘聽這 episode， 但是你要看。有呀。特別我唔知你幾時有機會看。啦，就是啦，我到這邊啦，就看到啦，隔了邊咧大邊咧，我都看過了嘛。Actually， 我嘛未看過。啊，後條咧有看過無？我早就看，我早就看，阿咪看。有後條到做。後條到底邊嚟邊度？呀，我見解我路人啦。好屌！佢無今日蜘蛛戲是啲變冷戲嘅，你家己無當變冷，你見望喎。你嚟戲緊冇咧，就同你變冷戲啦。應該掉。organize ตัวมันให้เจ้า嚟เจ้า嚟。你背自己就教我就，你背到嘢行看了，應該我背嘅電話本有戲大本嘅，行看了行佢就去背記。花字啊，你影啊。即係咧世界上嚟講咧，你有心嘅話咧，就做得到咧。心嘛冇鐳嘛冇用咯，你冇鐳，應該叫問老啦，問及少啦咯。後頂我寫招，我俾梅後頂伊嘅戲白版嘅歌數係咪冇上？香港數嘅，伊安怎行咧？戲白，戲白是樓卡是2016年，樓頂是1976年。伊內線一個 parallel scene 啊，講時間。戲大版咧，嗬是啲酷公司外口嘅空地位打一個戲餅出來講嘅。迄個戲餅咧是有兩層樓嘅，所以今日人坐啲頭前看戲嘅點時候咧，伊看到嘅頭前咧係一間厝嚟嘅，迄一間厝咧是無頭前門嘅，所以伊間厝咧頭前迄一百咧是拆掉啦，你就是 imagine 是一間厝嚟，拆掉了，樓頂是2016年，樓卡是1976年嚟。嗰樓卡是舊早啦，然後樓對，伊就是你會看到樓頂有人啲行起行落，啲做物件嘅就唔是做物件，是講伊嘅。阿훈2016年啲現場是啲樓頂會準備煮菜咁先，樓卡伊嘛啲行過辦公嘅。所以伊嘅先是上嘅啦，多出來嘅啦。對，啲出來嘅，伊冇去外口。最講話加開會，伊外口咧嗬，就是 audience 座位頭前迄個 landing 嘅所在。伊就是行出嚟外口咧嗬，你就再講係是啲外口啦。所以伊啲講電話點時咧，伊是行出嚟啲大頭前會講電話。所以你再講伊是啲厝外口講電話咧。係啦，伊講佢哋行到對住起來嘅點時，一起樓頂就是入去2016年啦。係咯，啲樓卡咧嗬，呢啲2016年去加伊嘅資咪就背點時咧，樓卡冇啲值得背嘅。In a way 啊，我 feel 到，我感覺到，那是你 appreciate 你會暑假看戲片戲人啊。伊真正 effective 我感覺到。Because 伊個了就伊先個就是 one take 嘅嘛，所以我感覺到伊嘅。阿媽講特別啲大班咧，好似無長嘅，因為無囡仔嘅。啊，無囡仔，今日一個囡仔就是3年嘅，伊無當學嘅，嚇無嘅，今日無嘅，無囡仔，今日有囡仔是無嘅，今日一個3年囡仔有嘅，細漢嘅3年有嘅。係啦，樓頂本是無仔本嘅。有冇情況？行到嚟本？
迄个有诶。阿龍，即啊theater 嘅 version 啊，那個有看到無？無。咁啊無，咁啊即啊 movie 人啊無 theater 啊喂啦。theater 先嚟咯。theater 就是安尼看咧 ，the beauty of theater 是。不，我嘅意思是咱 theater 個講有嘅 chance to go and see it 無？暫時無。你哋看，你哋會看咧，你哋會看咧，因為 theater 嘅 version 本是上山而做嘅。伊嘛本是上人，本是上人那個，伊嘛是新加坡嚟，伊嘛本是上人係。OK，明白。Like Emily Hill, like Emily of Emerald Hill 啊，is it？都看咯，看到咪國家請人去做嘛，去做咯，maybe 去新加坡 ，maybe 去 Amsterdam，哦，唔係有看過做咯。有 YouTube 嘅，有 YouTube 嘅。哦，theater 時你講咧，theater 都冇大個對咧。theater 裏邊咧，我覺得有幾日八咧，theater 裏邊咧，一隻叫四個老嘅四個四白話，講伊咪是喂大哥嘅後生咯，一隻叫查某啦，是阿훈嚟，係了，係了，是阿훈嚟，所以做阿훈嘅迄個叫嘅咧，就是迄隻個查某嚟。係了做伊嘅大哥，少年嘅大哥咧，就是媽媽嘅小妹伊嚟嘅。有幾個人是上一個人，特別啲兩個 version 裏邊，誒冇上叫。一個係你咧小晶咯，小晶嚇，小晶咪是伊嘅大哥咯，小晶是大哥嚟。特別啲電視嘅版咧是馬小妹。水就伊哎呦！電版戲大版嘅producer 有多嚟到？有啲裏邊咧，特別唔是話嚟馬小啦。你 producer 班嘛冇硬網咯，叫你 producer 梗係印象深刻嘅。伊講，伊要甲伊百分去學書咧，伊講嘅，特別係你硬網冇出現嘅。你看你就知講咯，伊去裏邊又講到上是講對阿媽對去 Australia， 又講一句話，所以你就知講伊是阿媽有一個 Australia 嘅人，特別伊冇出現嘅，冇一個人嘅。佢裏邊冇爸爸，佢大班冇，sorry，佢病卡是冇爸爸。伊後尾拍講到羅白行嘅，喺你是做嘅啦，實嚟，喺你幫，幫是正嘅，唔是正係幫啦，是要一個先 start，要喺你所在是真正是去幫嘅翕嘅。真正去幫翕啦，伊頭一個先是翕一個查某，一定是伊媽的啊，是唔是真正媽的了？後尾是你阿妹啦。I think it's okay. So 係你先咧，好，那是你唔知講係什麼 autobiographical 咧，你就我看到是伊個名甲寫數中係咪啊？你我看到是好像想 remind 你啊，所以講伊個即甲數中迄個名樣啊。數中本啊，數中本呀。讓我再做咩事，接觸係講咩時候做？你的 Ford with you 嘛？講到你係去 stand rambutan 時，是唔是阿妹到你係時講 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嘛？你咪是 May the Force 嘛？出嚟時，是唔是阿蕉？係咯，特別做哪結成啦。啊啦，結成。哎呦，結成呢？伊講我唔是笑嘅，大郎伊叫伊大郎，哎呦。你再我注意到嘛，就是伊 actually 是伊可能是讀冊，本地你去英國嘅嘛嗬。是咯，要無通去啊，激死咪。我講聽我最近我無你講到啲，咱是去吹到到啲，我咱 Facebook，然後見你 Facebook 嘅 page，我放到啲迄個係咪 FM 咧？係 BFM Uma Pagan， Uma Pagan 係咩名？伊講定當把 interview 嘅話，本嚟伊 interview 邵中興嘅，就 interview 咧是該 revealing，有諗到俾該聽。伊有講較過，伊甲伊媽邵中興甲伊媽去伊看伊個 admitted 入去小人經，然後就關掉小人經嘅時，伊去嘅時，伊講伊個甲伊講，阿媽我無笑誒，我唔是笑誒。結果就是係你，伊是用事實，伊聽過
昨天聽過伊即個話後，伊放到呢隻叫 script 嘅，成個當伊被掠走嘅時，我唔是笑嘅，我唔是笑嘅。講掠去，你未得 first baby 掉下隻先嘅時，就是伊到啲伊帶，不到啲老觀眾啊，正實啦，甲伊媽去老觀眾看伊個嘅時候，伊甲伊媽講媽媽我唔是笑嘅，一下一句話嚇。伊個到啲 interview 嘅時，伊講㗎，你有乜講嘅時，伊個基本捉 up 咗就你所講，就是講伊 leave 一大 impact 啊。就是講有陣時笑人唔是100%笑，伊有陣時 in between，伊個是有陣時會笑，有陣時 actually 伊個有 consciousness 淡薄。actually 唔係係100，伊 actually 伊是啊，無即個 character 再真係真件。伊這樣搞嘅人嚟。伊是真搞嘅人，特別你有會拄到咱生活裏邊拄到有個代志是，你 just 幫袂落咗，你直直幫袂落，你直直演，係你個嘢袂掉咗，所以人講啊，伊起笑了啊，伊演個起笑了啊，伊個唔是笑起咗，伊個唔是講無精神嘅人咗，伊個會困，個會請，個會食飯，個會放曬，後尾不會做嘅了咗，伊 just。我談袂到我愛嘅物件，我當佢要安做好，當佢要安做好，一直啲每家己背好安做咧啊！伊說是想佢咯，所以唔是笑人嚟就。特別我唔知，我感覺到另外一個問題就是 mental health 啦，所以定住人講頭項，你 mental health 是啦，用經成個定住所定去 interview 嘅時間，有乜講嘅時候，要講到伊唔大咯，伊唔使講到底伊個是咩 because 伊無去 diagnose 掉講伊係schizophrenic，係啥物伊無去掠掉講到底標價係啥物。So actually 我們把你個在掉講，負責嘅人啊，成個樣嘅處那是 mental health 嘅人哦，成個伊嘛安尼愛個三百個，甲伊去解決伊需要啊。所以你是都有個因為伊唔是解決，伊是調逼嘅，伊 because 嚟講，伊是伊驚侵犯伊嘛，伊是 attack 伊嘛。So but OK， 嚟講侵犯伊，了變咗冇法嚟，第二個是佢掠去咯，對唔對？第二個是伊侵犯別人咯。對唔對？古仔70年代，咱都無同嘅人教講話，以後去看老官啦，去想辦法啦，時候參朋友啦，係咪 cell group 啦，時候古仔都冇嘅。人車你本無類嗬，你個俾 chemotherapy。對，冇古仔本無本，對唔對？70年代，當叫咱講那個後面啦，咱想辦法講治療以前是冇咩好事啦，出來去去係咪老官處去看老官，學老官去安怎無類本好咱不會想辦法咯。我意思是講，可能有別嘅定門是有安尼款嘅 situation，that's why 人係 relate。是有 ，because 伊迄白板做出來嘅嗬，包括有人講 ，that's why 伊即個故事真重要咯 ，because 真係 taboo 嘅故事嘅物件是無人嘢嚟講嘅，但係伊做出來嘅嗬，咱人 start 嘢出來講。actually 我本有安尼個，我本安尼 problem。impact 啦，即係就是。我講出來必必嘛。我厝本有，我第大姨本是安尼款嘅小小嘅，了我媽樣本就係講，哎呀，唔係生氣小人經常嘅咋，小姨安尼款啦，有時就係 family problem 所以我本了解淡薄啦，應該。我被講到幾起，全隊嚟講福建話是點知道？你人我頭看嘅時本上，我 distracted by 人嘅大陸啊，我係知啦，我 because 咱只 sensitive 人邊啲人咧，咱聽得咱就聽住邊啲人就是啲真正好嘅咧，做得真正好嘅呢，個唔是邊啲人就是伊媽媽，係主人嘅。因為我就好了講，因為我是未曉講福建話啦。因為我是未曉講福建話，所以一直背起來。但係我講咯，未曉講嘅人較嚴教咗，所以一直硬背嘅咗。你特登我去到 happy 咗，就一直有影啊！你看到一直條話，一直聽到我嘅聲喺度。因為佢哋 script 特句話不是我講嘅就，我有一句真一慢，我特個 script 特句話不有一個 audio file 嘅就，所以驚㗎啦，佢哋有。
啊啲有8幾個 photo 我冇咩記啦，就是打打鼓啊，不是我念了 save 打打鼓 save 我有，所以用啲 click 嚟聽呢就，所以我放掉 iPod 位咧，用用條 iPod 打打人啲聽，我講嘅一句話啲練嘅就，所以媽媽是真一骨力嘅人嚟。你阿龍，但係我唔知讀得落啦，佢哋就直講喺冇上嘅啊。人講讓 Jessica 繼續去 ，Jessica 我很喜歡他的對白講。我還 A 嘛，有。一路講一路。而且你是講做咩事媽媽安尼誠意啊？唔是生氣啊？誠意，做咩事媽媽佢安尼誠意，安尼字幕是想要生氣。冇我同你講，佢啲字幕唔就自排啊，老實講。伊有時陣物件反正冇咩掉到，你發覺都唔是話做，所以唔知。特別都所以 anyway 人講到頭嚟講，我是啦實掉呀，伊成啊伊頭 distraction 可能就快啦，伊 distracted 我是差唔多 I think about after one third 有時我只 distracted 就是太好好啊，係一句。有少嘅嘢。แล้ว我到底下邊嘅時候，我會成係你時我 feel 個感覺到我特別就 effort 到成個 OK， 我 ignore it 咧嗬。特別係呢個，即係解釋嘅就，即係八啦。老實講啦，我看我教，係咯，一句一句。但是講浪仔伊做咩事，伊會每一句話了嗬。你明白？伊會講做咩事要每一句話，了伊做咩事要按呢款 answer 嗬，只是講佢堂嘅就。我就是伊講感覺伊唔是 call， 冇咩好事。你伊講我所唔會想一個話，甲伊媽媽係是本是有一個你好無？伊來10分嘅時本乜玫瑰嘅。我伊想問梅姨嗎？因為伊 feel 到伊真係 depressed 咗，伊講佢冇相關咗，所以個感覺講後款是真係 depressed 咗。安尼一年了，我看到你大漢，看到你想要去新加坡做工，你說為咗這個家庭所無去，了你感覺到你真係艱苦咗，所以因為你好，了後款是。就請驚嗎？做咩事亂回話？我面嘅冇好，做咩事亂回話？我好好，我是講伊 because of 伊嘅 actor 上唔是本地變得，唔是 native 當啦，native mother當。但係你只係就講得嘅準嘅，我講這四兩樣佢就打到對面了。嘅轉樣，我就成日咁就，你講話我頂佢禮拜，一個食嘅物件嘛，到底食物件嘛，食物件頂禮拜我訂咗啲飯真係，佢得到邊個啦？一包物件啦，都感覺都會食主人去咯。我伊幾年嚟做啊，真係好，咱唔使講伊做啊無好本，特別我 acting 就好。伊個伊嘅迄個小麥條是 actually 伊學嘅話就好㗎就呢就好了咯。有時，哇！唔，你就看第二道時啊，你看第二道時 ，then you get used to the slang 啦。一隻我看第二道時 ，then the Hokkien is not so jarring already。我 actually 唔是第二道看，是我 about one， almost 啊未到 halfway through 嘅時候，我樣嘅格式嗬，我已經。那個 invested 就，所以我冇講伊人嘅 accent 上面，所以我就頭先 GP 啊，聽告訴咧，所以我成未記起來可能。都你就是講除掉一個要做戲真正好嘅人，伊話講咧冇100%啊，因為熱氣，但是你做無夠，你戲做個80%啊，伊假設做個80%，伊話講咪就準嚇，你英文本未熱嗰啲就，你迄人啊，要經過伊個話啦，特別做咩事人為保留人嘅福建話，就是若是講即種戲遐會做人到個較濟福建話，有福建話嘅戲來講嚇，當時希望若是你有甲你囝兒講福建話來講嚇，一百當咪是會做用到對樣嘅話做明星咯，慢慢去請新加坡嘅人啊上面。對咯，所以我就是逼直接點咯，我表就係人梅話之類物件咯。做咩事咪隨便啲人做？嚇！如果做什麼隨便啲人做啊？我講我，你見到都隨喺度做，然後講福建話人，邊啲人就冇講福建話，你都見到都隨。好咯。
講見到落結又見到係拖回啊！我哋講，誒冇寫批嚟沒喎？你那？見到是拖回啊！我講非常講到會曉做戲，你成個人做啊！你成個人曉做戲啊！一會曉做戲本我，你未曉講句話，我唔未曉咯咗，所以話見到阿甲我隨時86厘啦，阿甲冇100厘啦，80幾厘，哎90厘，我隨條你放啦，係咯，接嚟啊！你個咩冷音咗？你見冷音咧啊？咁講我 OK， 你講我安哥聽，你叫咩名啊？啲到自己學堂讀冊，見你幾回，你是個食係咩物件？我同你講啦，10厘裏邊啊，8厘到9厘啦，是被 answer 我嚟㗎。講未出，伊未講未出咗。我講我 OK， 你先講我講，你叫咩名先？actually 有真啊，就是連聽都未曉聽，有一半more than 一半是未曉聽嚟㗎。伊未 answer 我咗，但係我就 interview 佢嗱你啦，我知道我起行咗，我叫自己都問了，我就唔寫啦。我甲爸母講嘛，有時我係見到時，我再講最主要是講學嘅話嘛。往本寫條，往報紙本大條，是要出要講學嘅話，12歲以下見啦。If 讓嘅 children 未有講學嘅話，你必須創造，咪了往點先？誒叫我圖一點正咧，隔了你看你我變咗啊！伊是檳榔囡仔嚟啦，檳榔嘅囡仔嚟。安尼就袂曉講啊，一半more than一半是未曉講咗，未曉講唔係講，係啦，個爸母行過嚟甲我講咪就，因為我甲你講啦，當伊只爸母是要養伊囝做平性嘅啦，老實講，養有幾哪咧過嚟講話，冇伊會曉嘅，你去人伊啦、聲伊啦，伊會曉嘅，我講當今咧哦，伊唔是大平性嚟，我無安尼一點上去人伊。但是伊會曉講咧，伊就開除了。我老實講你講，你驚未曉講學嘅話 ，that's it full stop。因為你會曉講嘅話，你會教我按講話嘛。because 你教我用華語 answer 我咗，我未做乜。你驚唔是未曉講話咗，你驚唔是歹勢咗，你驚是未曉講學嘅話。但係我聽到激氣就點嘅咯，你個阿姨家做明星咯。我另外一個就是講，咱講到啲嚟話啦嚇。就是你都會，即係人成日笑我學緊我，OK nostalgia and this and that，OK。但係你冇跟人家講，冇跟人家講。有，我個電話一直講，誒咧，你落嚟見到時講學緊話，因為我白佚佗嘛，如果做咩揀佚佗 game，係咯，揀白背迄個 script 嘛，係咯，揀白練，所以人白教我是規定啦，往出背啦，往時講學緊話。所以真正歡喜嘅，因落嚟見到講學嘅話是真有趣味啊！我哋講，因為講學嘅話教好相笑咪，我講有一叫我啲戲裏邊做，迄叫泡泡嘅就趣味嘅，我真係熟悉嘅咋，一泡泡咧就叫嘅咋，所以我一落嚟，因為我唔是導演嘛，我比較勁人咯，我近嚟有，我未講勁。exactly 都愛啦嚇，因為導演都愛啦，是你腦裏邊想到你再講後面款嘅人，我唔知嘛。你一個再講最是有會曉演戲啦，會曉做戲，會曉扮戲。有，隔離我本會曉，後來我甲導演講，這叫趣味咯，我感覺伊是啥嘢咯，後來導演講，伊上好命啦。我冇講。伊只看你見他講，你看伊面啊，伊趣味，伊搞做戲，伊叫，特別伊幾頭好命啦。你只看就係是好命人嚟，好命人嚇。啊，伊 carry 未掉一個叫，而家是好命人嘅。特別 actually 啦 ，in fact 啦，佢個做生意嘅本是好命人嚟喎。特別伊 carry 嘅掉喎，伊本是好嘅，伊唔止好命咗，伊哥、伊爸嘅伊媽本來 support 呢個。伊個山啊，山大起就係路就真正好命嘅，見啦嚟就伊爸嘅媽笑伊嘅就。啲家庭是真係 happy 嘅，呀，一直講啊嘛，就係啲嘢。諗去教官啦，跳舞。咁啲actually學嘅話就好嘅啫，我唔知做所以 interview 嚟講跳舞咗，because 學嘅話是真係好嘅啫，呢是真係跳舞嘛。緊張啊，緊張啊！我講伊落有會去教官啦，我睇伊嘅巴街嘛拍功夫，因巴街嘛開擺。哦，佢一間 pub 嘅啲，我係嚟Sunshine Square 後尾有一個所在叫一個意大利嘅名，我未記叫咩叫 D 係咪鬼嘅？迄一邊有一間吧，迄邊有一間吧。我試過上未記嘅，迄有一個咩 D Angelina something 一個意大利嘅名嘅。迄一個區裏邊有一間吧是伊巴街嘛開嘅。
แล้วโอเคแล้วทำไมโอเคOK所以咱講到咱講到福建話講到福建話講到即係我 OK 伊馬誒character 就 complex 啊，就 complicated 就字嚟啦。伊成個伊要驚你靠大條，自殺會自殺是，到底邊掉去，แล้ว伊內驚出來叫伊，แล้ว伊一頭。我想冇數，但冇數咧，就行落嚟，行去看戲。我是咧，伊起哄伊小妹，伊起哄伊小妹，對咪解伊生意識手，生意識手啊，係啊。我伊喺咧戲做我當然上基本就是伊要釣阿咩好，看到伊行了，頭就靠大行嚟，你想看伊嘛，伊腦伊心。行過行過誒這條路是就靠啦，伊是那個伊叫伊上班伊未打鼾咧，伊咁樣死啊！特別看到伊行，哎我未使，我接落去接掉想要 continue 伊行，哇！伊名。阿 John，做咩會 echo 嘅？有國中。唔知是 OK， 我唔知呀。OK， 應該冇啦。OK，actually。馬嘅 character 啦 ，actually 是伊會為驚survive 落去嘅，所以伊無管話考本好啦 ，as a mother 啦 ，I think 入邊即係出咗入邊嘅是有 some of them is mother right，so。不，你成日講我講嘅直接嚟咯，你按你考哦，你成日講死係個影樣啫，特別你死本未死啊啫。落考你是真嘅，你別死本未死啫，死是第一樣嘛，死一個是無數，特別你本未死啫。But the thing 因為你為咗你驚你會講你話看考本咯，你本是會話掉落去嘛。我因為我即係我看到from我媽的係因為有時一個啦，我 father 已經passed away for quite some time 嚟啊，所以我媽的一個人 actually 對啊。take care of 啲人啊，所以我係看會到就是伊話看考本好，伊為咗啲人，伊 still survive 落去咯。所以我 understand 就是， even though 伊愛死本好啦 ，but the thing is， 伊看到伊會驚，伊會驚，個有得，所以伊就講，伊那邊時就講，我話看考本好，我不是 stress survive 落去 for why children sick 咯。我有攞你。我係 understanding 啦。但係一班阿 boy 有 pick up 咧。阿 boy 咩？阿 boy 唔係少講咯。是。你講咩 topic？阿咪住成詩嘅。媽媽未使詩，阿 boy 星星。但係阿 boy 是點樣搞？actually 阿 boy 點搞嘅？你先到啲樓頂一看嚟。伊到樓頂嘅考已經掉伊鐵機嘅呀。係咯。Yes，但係 at least 即係是所講顯at least 伊嘅 perception 啦。伊成日 feel 到講伊人有啲是伊無去為伊嘅高尚，你知道？伊個了是為佢，伊無去為佢高尚，因為死啊是個這樣。伊個歌有啲嘅是應該是盡量 promote or pro to send him away to institution 咯。了個有 feel 到啦。了個一個人我看到特啲樣嘅 website 放嘅就是講伊學堂A，講一個唱歌，我唔知是特別是唱歌嘅明星嘅歌星嘅什麼。伊講伊學堂 A，上到學堂 A 最感動。講伊可以啊，一人冇在學堂 A 是成個，一隻 nostalgia 啦，上到咧學堂 A 啊，要叮當咧學堂 A，跟他看學堂 A，但當然做出去叫做學堂 A。你咧學堂 A 真係個數嘅，你話睇到？白賊啊，真係白賊。有白賊，我叮當試過半段時學堂 A 係電話聲 machine 嚟寫，因為我係攰手錄出嚟。喂，問我，我呢攰我得誒，你陪我買其他頭先。有一個先我看咧 ，actually 我
頭首看時候冇咩明白 ，but after that 我無個想我 maybe 伊有一個 symbolic 嘅，一個是阿芬就家己叫人食飯，伊個三年小妹對來是伊家己叫人食飯。食飯啊！伊去開門，互你喵入來嚇，所以我做乜事無端端來直接坐下去喵入來，然後我想，maybe it's the symbolic of acceptance 咁樣咯 ，because 啊無種事無端端就去看你喵入來，一過去嗰時 ，the next thing 就是伊互阿三年女嘅先啊。對，搞我咯，因為伊個是做咩屬於頭是買 accept 嘛對，伊瞄來。唔是咯，所以一般上你放嘅個都對來那款。啊，是。The things in my leg。所以 yes it might accept 嘛，so it's something that it might accept 嘅。當我看到你 interview 講即係蔡妍啊，有人講伊伊去做事，伊講伊應該係時放個了咧，伊應該是想解脫嘅時較 free 啊啦，較自由，特別伊個 director 係咪好？個 director 係咪好？哇！伊我看樣演呢一個戲啊，樣做啊，家己看這些，我較知做咩事講，伊人叫伊。我頭嘅時，我 initial reaction 是想講，哦 ，maybe 有咩叫出名嘅人，一樣嘅 sell it。特別樣 actually 是因為樣真正考演嘅時候，所以因為伊話講無準啊，伊嘅 character sold 我啊。Yeah, and Yan is a very good actress, very good. 咁樣噶。所以我當叫我會無插伊講幾句無準本話，我 totally believe the character 啊。你人個下面物件話想到伊到底伊個戲裡面成日對你，成個我叫我講到內裡，就是講那是伊是我驚，那是我那是安怎講咩啊？那是伊是我驚，伊是我驚，那是我無使用伊，個就是使用伊。那是特別定啲咯，看到我哋。我講嘅就是喺幾時攞頭就出邊咧學嘅咧，但是都冇去支持伊個就支持。然後另外就是咧，我當嚟講嘅就是人學緊話，學緊話，邊咧學緊是人嘅話，但是人冇去保留伊，個就只會保留伊。對唔對？你知啊？即是啦，I don't when 稍等顯示啊，即係伊即係話時候，伊是冇想到你看物件，特別人係 apply 伊即係 message 對我嚟講，人就係個人嚟聽邊啲學嘅人，就係講人是有有心會㗎，即係人邊啲學嘅話嚟留掉，可能係驚字唔到嘅。都是講邊啲學嘅話是人嘅話，但是講人冇去留意，人冇去使用伊，人冇去聽伊，冇去保留伊。嗰個絕對要保留。大家幫法國嘅隻人嚟講啊，有可能 New Zealand 嘅隻阿毛。係紅毛阿蓮。冇，你是想到講，你人冇唔是人嚟保留，最人會去保留，最會咁去 preserve 人嘅 language。因為我是你當個朋友啊，嗬，常常會學。但係我有陣時我唔知，我同伊已經看咗開啊，嗬。因為古幫我係真激氣咯，真會氣嗬。當然我是看咗開啊，就因為我未做過行咧，我朋友嗰啲話支持我啦 ，proud of you 啦 ，support 邊啲學緊 podcast 啦，就對咧。特別教我講啲話嘅人，佢嗰時冇家己囡仔講學緊話喎。然後第二點，人講我又唔是學緊人，你係咩人啊？我是客人嘛，你又講客話，你隔你家講客話冇啊？冇，你睇上面啊？我講啊，我我見啦，講福建話啦嚇，少應該是 one of the culprit 啦。制度好。OK， 制度好嚇。而且我盡一半多做 translation 咧。同你講 translation 咧。I mean 我唔是講你唔記得上面啦，特別做咩事要做 translation？because 伊老爸冇講福建話呢。特別 actually 老實講啦，我即係就是我感覺講有一個是一種嘅mindset 特別嘅喺度點樣，因為
咱半看過，我家己本身啊，我半看到我咪咗 ，especially 當機我甲你講，你即邊我住喺韓國，我有朋友是香港人嚟咗，伊嫁予韓國嘅打波，後來生一個查某囝，查某囝是你家己 imagine 講，這個世界是你應該是無看過安尼款嘅人嘅，伊查某囝是甲媽講廣東話，甲爸講韓國話嘅，無問題喎，伊嘛是安尼款大，伊爸是一句講話本袂曉講嘅啫。你阿韓講咩？禮拜我有驚，我嘛是愛安尼講家己。對啊，你應該因為福建話無所在學到咧，老實講，你係學 Mandarin English 啊，哎呦，你點啲外口啊，兩年也定了咧。So far 嘅安慰是講我出嚟，我係 family 入邊有時間見啦，時過有講福建話，所以冇時間講。哇，搞。誒，我講下，我係出來嘅人吼，而我嘅媽嘅孫會曉講福建話呢。我姨婆啊、姑公啊，伊人嘅孫哈，伊人教了啲阿羅斯達，但係伊人袂曉講福建話。激笑咯！你想我講，我KL 嘅掛孫掛都會曉講，我人會曉講，伊人袂曉講。是咯，激笑咯！等我就激笑面就，我老實講啦，我為咗這個物件，我唔是講做真濟啦，特別我本身就講有 contribution 本嘛，我有做過快濟物件本嘛，比普通人嚟講，成個阿 John 咧要做 podcast，然後我寫冊，我去做真濟活動，佢係咪 forum，佢可能講一大堆，所以特別人就想到哦，福建嘅 coach 就是除咗話咧咯，然後老實講，人唔知一點就是，我家己嘅厝內人，我本未改變咯，我家己嘅厝內人，我嘅 nephew 啊 niece 啊，佢哋是未學講福建話。即係本時我未做過係，如果其他唔是話喺度，我可能對我嘅表哥表嫂弟啊，咁樣我講話，我做都冇家己嘅啦。我講我唔是學嘅人啦，係啦話，แล้ว我係表哥表姊嘅咧，又講係啦話，中水應該應該講係啦話，我冇明白咗。但係我家己本就起行一點咯，我家己出嚟啦本時你講咗，家己嘅出嚟啦本未使小心。我嘅堂哥啊，我嘅堂哥，伊是潮州人嚟嘛，然後伊帶加拿大嘅波，伊人當見邊 New Zealand，然後伊嘅翁某囝會曉講好食，哎呦出味㗎。但係我講嗱，你以前 Canada 嘅人講個好料，我講 Canada 嘅人嘢把，因為 Canada 有兩個 official language 嘛，人唔知話對唔對？但係我攞到一個 Canada 嘅家庭，嘢把是講英文講 French， 你講嘢而是同學會曉講啊，特調嘅嘛。嚇，按照咱人會講哦，翁甲某講無相話了，伊驚未曉，咱會幫我冇明白伊幫伊就嚟咯。有咧翁某是。你是人按家己我家啦，我有一個朋友嚇，伊個嘅學阿嬤咯，啊美國嘅阿嬤，是美國，哎呀，唔係講實事，其實台灣事。我唔知先，anyway 阿嬤就對啦，伊翁買學伊甲伊囝講福建話，因為伊講伊爸會派我哋啲後輩嘅上面啊，嚇？我都過喺啲人揾度，我冇聽講我錄咗節目喎，我冇明白啊，錄咗節目喎，你笑咩？你嗰陣我未交朋友嘅啫，因為你朋友都講白話講 Spanish 嘅話論都好啊，你啲你朋友變整都未講，你未識點解變整講 Spanish 啊？所以當天係變做我正當時我甲伊簽嘅時候，我這朋友就練嘅嘛，然後。伊個歌就我有過來嘛，甲擺往佚佗，我去伊厝，佚佗了往講福建話嘛，了伊個歌教因吼，一個阿嬤翁咧吼，伊後對來啊，未曉講去完全無伊曉聽，特別唔係講去，到對你唔係講。Of course 我家己有 disclaimer 嘅啦，我囡仔個仔啊，ada keperluan khas 嘅嘛嚇，So but 我嘅大囝吼 ，last time 時我真正是胸有大志，bercita-cita tinggi，愛學三項話，三項話學未來，考兩項話，兩項學未來講緊一項話，咁啊 ，so in the end 一被 follow， so in the end 我 cut down 個了 language 純粹 language， 但我嘅時候我是。連 English 嗰啲會曉講，但係會曉用 sign language 嗰啲。
So I mean 我有 disclaimer，but 嗰啲人 if actually 應該我本是真係支持啦，講福建話。我另外一點面，你話明邊，你個唔是到啲邊嚟？你講到啲邊嚟嘅人啊，到啲邊嚟嘅人，你出每冇講福建話，即係拍下仲呀。一冇明白咯，真冇明白。一有你啦，我又啥事？係啊，邊嚟真濟啊！一人是有點安怎的？我若是講福建話咧，伊學阿毛就未學那些，伊學唐人，伊 Mandarin 就學未學那些。yang sekarang i occupy i brain space 啊，一變咗一邊講起㗎。我細漢甲大漢，可能有伊家己嘅 strength and capacity 嘅啦，but 有嚟人講 ，OK， 即係 most of them 你是囡仔嗬，你伊是無，你會使講一個學長講嘅，你媽講一個話，爸講一個話，一邊參起來嘅，特別嚟講。特別唔是講特別嚟囡仔本嚟做，較濟囡仔本是會使 dual language 是真係嘅，特別呢唔是講較叻囡仔會做嘅咯。有個 sometimes 係 risky 啦 ，feel 到哎呦死啦，讓啥聲，伊 English 冇咩好啊 ，OK， 一直到 cut 嘢，你係先，我係厝人啊，無白，我人唔知一定要，我無講會曉，還是未曉，無去想到頂到咱70年代時候，我出事時，我厝人個咧就是講福建話。有我媽講冇我爸嘅我爸媽就講客話，有我會曉聽先，你安尼款啊，特別我人厝內人，嗰陣時講福建話，我冇嘅時候就講到厝內特別講阿毛講英文，講華語嘅個。我去學堂讀冊，個好無想到啦！我厝內人無想到嘅，就是去學堂讀冊嚇，你去讀你啥咧？你巴沙馬來語，你去讀你巴沙，你 Chinese， 你 Mandarin， 跟你 English， 你去讀。你嚟講福建話陣，你看呢？真係自然，你冇去想到講安怎可以 help 你？當我 expose to see languages， 我唔是講真正好，我係 Mandarin actually 是真白嘅，特別嗬，我本嚟曉寫，我係曉讀，我係曉講。特別邊有可能我搞啦，冇法度，咁成日講嚟聽就少聽。我是俾人仔講，你 expose to 你看嘅 environment， 我當今會曉聽福建話，會曉講會曉聽阿莫話 Mandarin， 我會曉講廣府話。特別我有可能我嘅基本有我對 language， 我本身會曉講㗎了，我會曉我 Japanese and German as well。But 呢，我係見啦，一個話本，可能一個 language 學未來。特別慢慢來，咁講奇怪。奇怪。特別較濟囡仔看，我濟囡仔兩個 language 應該是無問題嘅。特別問題是，你做乜事？我唔是講你唔對嗰隻邊度，做乜事？你係感覺講伊未曉咧是，譬如講我無明白你嘅問題，你拄到嘅problem 是啥物啫？我囡仔是 special needs 啦。OK。我無普通嘅 case 啦。OK。我唔是普通嘅，用 sign language。sign language 我係曉 sign language 本。ASL 啦，我教 American sign language， 馬卡多。OK。sign language 本是有無像話對唔對？對，我用 American sign language，because 聽到嘅是你講啲馬來西亞嘅 sign language 有時未講啊？bahasa Malaysia 無像。tapi ia based on ASL 嘅喎，ia history 啦。tapi 有淡薄像，我係 communicate 㗎。我特啲聽到時，我係顧處長，我 deaf school 嘅嘛，所以我有過去教人講啦，我會 get understanding 嘅咁。特別落在 American。BSL、ASL 無像咯。BSL 更加無像 actually。所以美國人甲英國人未通嘅啊。冇咩通，你真係咩事喎？你 ASL 嗬，聽到會去英國。咁樣睇 system， 有買 share system， 走去法國，所以法國加美國嘅人講話梗係通，
and the easy system is based on French sign language。了解，所以你話當今想有韓國嘅報告新聞嘅時，新聞邊有一格是做曬嗰隻，所以就是講馬來西亞你講話人過嚟這邊看新聞，一直冇變逼嘅咯，嗬。我變逼嘅，我唔知咯，點解我而家冇人叫我唔知。特別咧你聽到我讀 sign language 幾多年嘛？都我就俾去 deaf club 啦，我就俾 join deaf club 時你抄起人嘅人，咁我說我冇樣抄人嘛，所以同朋友講 club 嚟講，我覺得係 sign language。伊人講even though 伊人冇 understand 伊 sign 冇上下 ，because 樣嘅 perception 就好，樣就搞讀人嘅 expression，加讀伊嘅 context 啊，人哋 sign language visual 嘛，所以 context 實講都借到嚟。像你是借你是借，伊嘅阿格會猜到，因為比人 hearing 嘅人曉，當係講話人曉，較 sensitive， 樣所以樣看到咧，即係講樣就證明Washington 嘅樣有成個有 international 嘅成 sign language 嘅 deaf club 嚟 join 時，所以其實冇上佢世界人講嘅時，伊人會 communicate 阿格。50% 樣嘅 still 會帶 ，sometimes 用 gesture 咯，用 gesture 樣成自己變換咗啊。即係處理本嘅 sign language， 特別咱咪講 sign language， 咱講咱自己本嚟。咱福建省嚟，咱特別要見特別卡，有時間尤其是咱有驚字嚟講啦，是再講人影響就是有驚字嘅，有時你驚字12歲以下，特別叫人。考慮就係人講福建話，邊考慮嘅？因為我是講，你冇需要教，冇需要學人學嘅，你 just 講呢啲。你明講借落嚟講 ，A 是 for apple，B 是 for apple。A 是 A 曉，B 怕。B 是 B， 冇 A 是 A 曉，B 是 B 曉。B 是波曉 ，B 是頭咯。K 是 cable。哎呦 ，OK， 女人呀continue 這個禮拜佢係去看開機先咯，個攤去看過。當然我 partnership 已經是 exist 了咧，特別我感覺就伊只 strong 咯，伊只隻 element 唔是 perfect，but 伊只隻故事啊，會做到小氣啲領導嘅物件。伊 stir up a good movie， 我講 a good movie will make you think。就是講有陣做講是咧 global on demand 嘅啊，咱人荷里啲 YouTube 去看就 OK 咯嗬。我知道，就一人咁運咯，就下邊嘅咯，就荷里嗬，荷國 call US dollar。你講到假影嘅 distribution 就是 instead of DVD 啊，你做 Netflix 啊，Amazon 啊，當然就影咗咯。我唔知啦，咱budget 你有甲所長先講是甲解講。我就講用台灣是絕對有去咧。我知啦 ，national。因為唔會咯，你 sex scene 你 bed scene 是最是伊嘅Grace 呢，還是阿歡 ？Grace 啊，特別冇買啊，冇出買啊。伊唔是 sex scene 係是 made out 嘅嘛？伊 make out 伊唔是 sex scene 嚟 ，sex scene 是減有 sex scene 是夜巴嘅嘢嘛，減。三年困樓嘅，佢係啦，日就拍嘢啊！有人車女咯，有人車女就做咗落鋪咯。定心啦！我講到有人 complain， 佢人係咪唔是 complain？ 有人講佢冇 logic 嘅物件啦，有一百咧嗬 ，actually 是講嚟燙嘅，就是看你用下面 angle 去看這種嘢咯。伊講按照伊嘅細個較大個啦。正過啊 ，OK 嚟講。伊講少年咁些就是伊嘅細個滾過伊嘅大個，特別老嘅咁些，特別老嘅咁些是細個嘅過大個嘅喎。叫啊咯叫。osteoporosis 嘛。actually 唔是講叫，冇唔是叫慢冇解諗，唔是叫冇叫嘅 ，because 少年嘅細個較大個是啲做戲嘛。哦，啲戲裏面，啲戲裏邊伊是做戲嘛樣，所以伊是，所以你咪又是會交代就講，因為伊啲戲裏邊樣是啲做戲嘛，樣是係一出，後尾，伊是啲協調喺出戲裏邊嘅 N 1嚟嘛，就你愛講嚟燙，日講嚟燙嘅這邊嘅。
日本咯，伊比較是而且這物件嚇，伊嘅故事啊，剛剛伊故事八個樣，迄個其他細細樣嘅物件，我冇去插小嘢咧。特別講到福建話啦，有一個咧，我 feel 到咧應該講起嘅，貴州戲裏邊咧，嗬，第一次咪是一句話嚟咯。啊，係咪？有一人是冇聽過，我朋友走嚟問我嘛。嚇咪？伊講我貴州戲一明白㗎了咗，伊到英文好老韓文一明白㗎了咗。伊講今日有一句話，今日有一句話是，一句話是講我邊領嘅人本真少聽到嘅，按照有一句話喺度話，樣冇明白咁意思咯。愛了咧，愛了了嘅。大 at 啊，唔是啊？唔是，大 at 就係人會曉嘅。有一個字，有一個人講嘅。我朋友講，伊看貴州戲了，頭到尾一講了明白，迄一個字伊無明白呢。唔知喎，係就是人講嘅，就是大哥講嘅，大哥講嘅，犀利去咖啡店。咖啡店是大哥講啊，嚇。對。有一個筆，迄個是真正少嘅邊人會明白嘅物件嘅。但係你講，你講啦，就是先係。哇，咁少啊！你看戲啊嘛，唔是？看你個唔知。我哋都我嚟誒嗰時我哋都嘅會。But 阿龍，伊嘅所講嘅 conversation 我明白喎。唔是伊所，伊歌大歌。我講伊歌，我講伊所講嘅物件我明白喎。伊有一個字，我朋友幾日嚟，朋友走嚟問我講，誒，中文嗰字我唔捌聽過嘅，我貴州嘅是邊兩個人介嘅了，就講，迄個字是伊樣真正濟人是唔捌聽過嘅。就是伊大哥佢講，伊叫去看伊歌嘛，伊歌寫半話啦講出來嘛。然後看到伊真歡喜咯，然後伊講伊就歹勢嘛，伊講伊走去翕戲嘅，講冇，然後伊歌就夾伊啊嘛，講如啊。做好玩誒頭會夾起來會看人會見人啊，會甲人坐徛，會甲人坐病徛，甲坐徛不會使，坐病徛甲坐徛不會使，咁會互人甲別人坐病徛，真係夠了，幫到真係夠了誒。係啊，就是講，我咪冇想。不，你明白咩意思？佢句話。我明白。可以平起多啦，平多啦，平多啦。話是一隻我嘅回聲嘅朋友，可能是冇聽過嘅咋。會出現你比我老啊，你比我老啊。阿龍，我老個你我個少年人結婚我明白喎。冇你人老。我少年人結婚有冇？人嘅人是較老嘅。有酸啦，人慢慢啦，我 OK。咁了個臭流嘅，是一條我 OK 啦，我 OK 啦，我明見嘅，我 OK。我都算嘢咯，我冇換對嘢。算啦。佢中意我明白嘅啦，就係只包我唔明白就係咩意思啊？即係即係伊迄個是講咩啊？我會解。伊是講，如何往會見人，何往有才調。意思我未必記，講有才調話落去啊！你講你何往有陣見人，何往會甲人坐徛就夠了。啊，來坐徛，就是講你成日做伊未做好樣，無面甲人做誒。嚇，未寫衰。一個你是寫人甲人別人嘅 standard 係差唔多像，你講嘅未寫衰。伊有戲啲 agenda 啲邊嘅，伊個嘅講我知你做嘅係咪戲了嘅。你是是咪將我古早做嘅咧嚇做嘅故事講出來，我知了嘅。特別你去做呢物件，你何往見人會甲人坐徛就夠了嘅。因為伊內的歌冇做錯嘛，古早成我看咯，係了我個冇睇過蝦米車人，我會做咩物件？我是為咗趁錢嘅嘛，我冇辦法㗎。我對會起人咪講我對會起人嘛。啊，本來伊係只 character 啦，因為特嘅 character 本就 strong 嘛就，所以伊變咗伊告訴較 convincing，是伊無想講成啊，伊少少嘅來是實在，你睇嘻嘻嘿嘿，你可能。有一個 character 是較當機無人講起過咯。啊，等陣我想下自己。就是一隻貓咯。我隻貓。有啊。
一隻貓鬼名有字嘅啫，鬼名講白白啫。一隻貓是鬼名講白白啫。伊是實際伊到底迄邊嘢是 training。伊到底5條路是鬼名喺邊嘅咯。哦，所以冇講過，我哋去邊時伊鬼名是喺邊嘅啫，一隻貓。有出邊，伊是啷個迄條嘅鳥。唔是，你都係講哈利路亞，是 God send 嚟嘅。不，我唔知講講這是啥去 animal trainer 嚟學嘅，還是唔是。所以大家吹到一隻鳥呢？要出邊。煮上來啊！煮上來就你幫一個無找都過險咗。呢樣出邊 ，OK。你喵不要出維穩，你做媽媽生呢？啊，我隻鳥都冇講掉，後尾攞掉。喵嘅人鳥咯。啊，或者咱聽鳥嚟起來邊咧好勁講嘅哦。喵是邊頂嚟哦？佢是邊頂嚟，所以學嘅話是準嘅。แล้วว่าตีหีบางเสียไปจ้ะว่าก็จะไปช่วยได้หรอเลยกินได้แล้วนั่ง做เลยเอพิโซด4ให้กี่สินรอกินอาปานเนี่ยอ๋อไอ้ไซส์特別有特別別係講錯話哦我同你講我我白人嘛因為嘅頂時就 OK 嘅哦 OK 講錯話 especially 3年啊講一百個嘛講不要緊啊講咪講一百個嘛是真係 open 嗰度你想一人就 open 滿咯因為聽邊咧學嘅呢哎呦，冇啦，就是冇。if family 冇家庭好聽，我冇人聽。依家庭應該家庭。一搞咗，依是阿媽嫁出來咗，所以你家庭就你阿媽嫁出來。乖哦。OK，咁上次禮拜是聽，但是講你人是把你看了係幾時咯啊？還是啊，是啲都條 YouTube 看到，後來個佢嚟咧歡迎人啦嚇，แล้ว希望我能講話無慳條人啊，把禮拜唔加多人聽，我能夠俾接去講啊，把你話題是咧禮拜咧，讓同你接了聽，但係禮拜聽我變咗學嘅做咧，就除咗喇叭佢聽嗰啲網絡，不如使。喇叭佢就聽個網絡。一人哦，是寫批甲我講，我聽嗰啲舊 episode 新嘅啦，無你個來啦，講我去你一點除掉。冇個了 episode，你若是要聽舊 episode，你使去邊咧學見，朋友去聽，啊，所以你使 email 我咯 online@gmail.com，我係使揀講人哋聽。啊，而家咁時候，使接條收聽啊，要彈迄個歌咧，要彈伴奏咧，佢會使接條參過。個月11號即禮拜4，講會使去辦我小應該係你無頭背肯彈嘅呢？個會彈頭背緊時嘛，頭背緊彈到彈經嘛，所以啷佢彈歌咧，機會就較懸咯。แล้ว冇彈你唔要緊，at least佢彈伴奏，佢就水本嚟啲。แล้ว你就ไปจู่ๆ參加人，因為都冇頭背你本話本嚟使撩人 lucky draw 10 can，所以เราไม่去參。冇8天了，แล้วสิ成啦，即係白話特別嘅呢度是我報名就好啦，咪就係講啦，日本鏡啦、英國鏡啦、豆嘅啦、後調啦、俄比啊、金鳳鏡、阿韓、阿蕉、我哋都7號冇講電話，แล้ว個大粒頭，個住乜嚟一走去即係冇8嚟就一走去。如果一行落行短期，咁行個5分鐘，行到唔知幾點嘢咯。困啦。總之，我同你俾佢看出去就對啦。伊戲裏面咧做 producer 就真正好料，特別俾佢看，都愛睇。producer 學嘅話地好料誒，地搞料誒。個引導。個引導係叫啊，即係做 producer 叫我引導。我係點先？我本就逼成本就，伊講就行咧嘛，流行咧嘛，伊騎住我頭，伊個引導就我佢哋做慣。誒，你是唔是拉薩 ？Frederick 是唔是隻小？定住你咪浪聽掉。伊是時間留咗，伊該拍伊該照嘅，你都知喎。伊該照嘅，我都知。如果我睇引導咧，我感覺嗰看了。你伊該引導啊？你感覺？你睇引導嘅。哦 ，Frederick 啊，哦，呢個款嘅引導應該是後邊暑假引導，對唔對？唔是，唔是啊，唔是，要留秋淡薄嘛，留春淡薄。暑假留秋嘅唔是話，忙少。一巴嘛是引導一巴，一巴就引導，
OK 你啦。我講 Frederica 古早較好看。Jordan 誒，有可能 Jordan 就聽啊講講，你好勁。唔係，咩古早好聽咋，我飛到當劍 Q 好聽。Jordan，我頭上俾 message 我講誒，呢個係 surprise 放嘅，講住話Jordan走出嚟。May the force be with you 啊！你睇有人講無邏輯嘅係咪所在？就講做乜事意思啊？嘅意思在你 fit 咧。有 fit 咩？小嘅人時你 fit 咩？係啦，小嘅人現在 fit 個機啊，我做路是真㗎。一期就講啦嘛，一句自己邊人都會行嘛，所以行是對身體好嘅咋。啊，或者咯，班佢啲借啲 computer 頭先做 podcast 你係咪去行？我冇得俾你買啊！一 practice 嘅時候，因為按照準備，我每按照準備。Frederick 講，阿 boy 講，練卡吹。笑死我！因為我每陣帶我按照準備啲架勢，然後直頭 boy 講練卡吹。你講我卡吹嗰時嘅嚟講嘅，知嘛？就等嘅，唔就得你 Frederick 嘅笑呢。OK， 今次啊，即係禮拜講，即係係咪物件嚟？我講到之後，我係咪物件嚟？我哋什麼嚟個自己唔買？那時當啲錄條 YouTube 會看，你諗咪聽舊 episode 咧，攞嚟細到短期邊咧學見.com 嘅網頁會。咁時啊，即係禮拜講個正聲啊嚇，下禮拜過嚟收聽一部上 To Be 嘅話題，有講有笑，你冇幫助，拜拜，笑唔笑 show？Sorry， 聽到沒有？拜拜。Hey buddy， 6點半鐘哦，勁哦！6點鐘嘅，哎喲，OK。因為當然就快啦，當然到咗節落嚟咧。當今會講韓都會話 switch open relationship now。會使唔？OK，open relationship 了㗎。我驚我因為伊下啲後背，我驚我困去。冇，做咩事？你人哋見講。你就俾等嚟聽。我熟講啦。OK， 當今但是讓收聽到遐當今收聽到到啲 YouTube 還是到啲 YouTube 咯，到啲 YouTube 會看到嘅人咧，讓要接你收聽現條 live 嘅 show 咧，我過放一新嘅 YouTube 嘅 link 給人聽，都我使到啲 Facebook 會看到咧，讓等我一站，然後時我個放一新嘅去到啲 Facebook。哎呀，我actually未去 tweet 啊，我放到啲 Facebook 是到啲邊咧福建嘅 Facebook。我現條我要留迄個探班就探過咧，現條嘅是哎呀 boy you match daddy， 你來看咧，你個話。哎呀，boy you match daddy。這個笨，你咪睇住。那個你講福建話 boy，我準備同你講福建話啦喎。無論按照保留咱福建話咧對啊 boy。你有福建人來咩？馬仔咯。咩 ？boy，這樣。爸爸，弟弟爸爸喲，爸爸。OK，伊無真啊 bitch 嘅 face 嘅嗬，伊是真啊 cute 嘅嗬。哦，係啊。哦。OK， go play。kita tu baku li。แล้ว我講過實過一個topic 啊，那個 open relationship 啊。OK， 對嚟啊。OK， 你玩對嚟 open relationship 唔是路有 open relationship 才講嘅，那是gas 唔想。OK，bye。拜。在 YouTube 啦，你那時要看頂住禮拜 episode 咧，是頭先我未記啊，就估冇咗。頂住禮拜 episode 就正，然後會 subscribe， 但係正 subscribe， 但係你 bell 定我 like 有時都計聽，而 notify 你咧正一定是俾 T-shirt，OK？ 頂住我，跟住我10。